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狄仁杰看了尉迟健送过来的名单，说了一句话呀，他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然后提起笔来，就在这名单上圈圈画画，把这份名单重新做好了。得把这些人呢，谁挨着谁，谁靠着谁，他们的坐席位置都得给标明了，注好了。又把这个名单递还给尉迟健，尉迟健拿着名单走了。然后狄仁杰呢，就对满脸狐疑的沈怀说了：沈怀呀，你想不想知道今年有多少官员缺席今日的宴席呀？沈怀没有回答，就是站在那里沉静地看着狄仁杰。沈怀心说话，往年的除夕守岁，这些被邀过来参加盛宴的官员很少有人缺席呀。咱前文书说了，这除夕百官守岁，君臣同乐，这多大的荣耀啊！听狄仁杰这么一说，好像今年这缺席的不少啊！但是沈怀并没有回答。狄仁杰这个时候冷笑一声，真是奇哉怪也呀！你说说，不过是一份200余人的名单，缺席的竟有37人之多，难道不是怪事吗？看来不少人对今年的这新年守岁宴并非趋之若鹜，倒反而是避之不及呀。沈怀一听，眼睛瞪大了，他也十分诧异，怎么会这样呢？这可是荣耀非凡的事情啊，怎么会避之不及呢？狄仁杰瞥了他一眼，淡然地问他：你说呢？沈怀略微低头想了想，难道是因为太子？狄仁杰冷哼了一声，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借口要陪伴圣上，不出席今晚的守岁宴，实际上就是表明他们两个并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的态度。他们认为迎归庐陵王是他们的功劳，太子理应对其感恩颂德，而他们自己则全然不必对太子表示尊重。他俩不来就不来吧，那其他的人，他们呢？我看了，这些缺席者绝大多数都是张氏的党羽，平常全靠着奉迎张氏兄弟一路升官，自然对他们马首是瞻了。对了，另外还有一件怪事，吏部侍郎傅敏昨日晚间猝亡，他可是梁王的妹夫，所以梁王也以此为由推辞了今晚的宴会呀。沈怀这一下子更是大吃一惊啊！什么？傅大人死了？这猝死？这太突然了吧？死因是什么呢？狄仁杰把头一摇不清楚我也是刚从这份缺席名单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这个傅敏本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商之子，仗着大笔的家财，居然和梁王攀上了亲戚，2年不到就升迁到了吏部侍郎这样的高位，实在是令人吃冷沈怀低头思索了一下，犹豫地说：大人不过这傅敏
既然是朝廷命官，他这么突然死亡，还是应该查问一下原因吧。狄仁杰微微一笑啊，这事啊，梁王自己会去追究的，他总得给自己妹妹一个交代嘛。这个案子不必你我操心呢。不过傅敏的死给了梁王一个不参加守岁宴的借口，倒颇为古怪呀。沈怀眉头一皱，梁王不来，是不是也因此带动了一批武派官员也不来了？狄仁杰赞许的一点头啊，沈怀呀，你很是老练呐，你说的很对，要不然也不会少了那么许多人嘛。狄仁杰说到这里，稍微的停了停。此外呢，还有2名缺席的。哦，还有谁呀？就是咱们都知道的鸿胪寺的周大人和刘大人了。沈怀呀点点头。狄仁杰又沉吟片刻，突然间狄仁杰呢笑了。如此也好，如此也好啊，少了很多的麻烦呢，不用和这些人去应酬了。今年的这个守岁宴呢，我倒有心情参加喽。说着话，狄仁杰慢慢的站起身来，冲着外边一指，沈怀呀，我们走，咱们呢今天好好的参加守岁宴。说着话，狄仁杰乐呵呵的迈大步奔向集贤殿。这个时候，集贤殿内外的酒宴都已经布下了，时间不大，太子李显来了，主持这个守岁宴。哎呦，这个席间热闹劲儿啊，就甭提了。酒过3轮，宴入佳境，歌舞升平，是君臣同欢呐，好一副其乐融融的盛世佳节之景。作为大周宰相狄仁杰，在酒席宴上一边频频把酒言欢，一边呢仔细的观察着席内这些官员的神色。这要是一般人呢，哎呦，一看这个场景，还真认为呀，这整个大周朝的朝廷里边，那这君臣太和睦了。你看看，喜气洋洋啊，其乐融融，永庆升平啊，这不是？其实啊，狄仁杰用眼这么一看，就觉得表面这种喜气洋洋之下，能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安和惶恐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呐，狄仁杰都把他们看透了。狄仁杰心里头很清楚，这些人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们在害怕什么，他们又在期待着什么。在人生喧哗之中，狄仁杰突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这感觉几乎压得老头子透不过气来。抬头一看，正前方那个身穿着明黄团龙袍的李显正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局促而慌乱的履行着他的代天子的职责。一看李显举手抬足之间都是那么的不自然，那么的不自信，对这些臣子点头哈腰的。哎呀，狄仁杰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啊，心里头深深的叹息着，心说话，这就是我大周的太子吗？这就是未来大唐的皇帝吗？他真的能够撑起这副江山社稷的重担吗？他真的能够成为理清眼前的乱局，并最终拨云见日的那位真龙天子吗？狄仁杰不敢再往下想了，看了看杯中之酒，老头子今天也喝得不少，自己的酒量也不算很大，但是看了看易阳伯
这一杯酒是一饮而尽。一杯酒下去，狄仁杰感到胸口是隐隐作痛。狄仁杰一边思索着这些，一边告诫自己，必须要为大唐再多做一些，要做得更多一些，在自己时间不多的有生之日内，越多越好。您想想，狄仁杰老在这里琢磨这些，这脸色能好得了吗？旁边的沈怀看出来了，无声无息的就来到狄仁杰身后，轻声的说：“大人呢？我看您的脸色不太好，您没事吧？”狄仁杰一看是沈怀，沈怀呀，老夫不胜酒力，你替我挡一挡，我出去走走，透一透气。是，大人，您没事吧？用不用我陪着？不必，我透一透气就回来。狄仁杰敷衍了几句，转身悄悄的就退出了集贤殿。来到殿外边，这天气还是那么的寒冷的，冷风这么一吹，狄仁杰感到头脑清晰了不少。一看这殿外头的这宴席，因为不在太子跟前，所以这些人更加放松了，也闹得更欢了，甚至有些人偷偷的都开始划上酒令了。一时之间热闹的居然没人发现狄仁杰。狄仁杰也不想让他们发现，老头子就沿着廊下的阴影慢慢的走开了。这个人我琢磨着每个人多多少少的都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尤其是在自己失意的时候，自己烦恼的时候，人越是爱折磨自己。本来狄仁杰这心里不痛快，你说可以找个人唠唠嗑，谈谈心，把心里的烦恼给去掉。这人不这样，越是烦恼，越是孤寂，这人越爱自己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在那里自怨自艾，在那里自己独品那种孤独。越品孤独觉得自己越委屈，越品孤独觉得自己越孤独，越品孤独觉得自己越痛苦。每个人几乎都有这么一个情形。狄仁杰今天就是沿着这廊下的阴影慢慢走开，离开这些人群。一静下来，老头子再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这个除夕之夜，在这个全天下老百姓阖家团圆之夜，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长辈，他即便是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抗拒自心底最深处涌起的那种对孩子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他想他那两个已经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孩子了，想那李元芳，想那狄景惠狄仁杰开始以为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想，会感觉到好受一些。但是现在狄仁杰才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呢。尤其最可怕的是，他们离开的时间越长，自己就会一遍一遍的质疑自己，当初让他们走，这种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呀？狄仁杰在这里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抬头，一会儿是摇头叹息呀。好半天狄仁杰回头又向着殿内望去，一看这里面的沈怀正和几个大人在那里推杯换盏，
其乐融融，十分的融洽。狄仁杰点点头啊，看到沈怀，他又想起李元芳了。10年了，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守岁宴，每年狄仁杰都会把李元芳带来，但是李元芳就从来不肯帮狄仁杰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啊，狄仁杰曾经试过让李元芳替自己应酬，结果这个家伙呀，愣是阴沉着一张脸，从这个宴会开始到宴会结束，谁都不搭理。当时啊，把这狄仁杰差点没气死。打那之后，狄仁杰呢就把这种念头给断了，知道这李元芳啊不是这块料，他自己本身呢根本的就不想给这些人在这里应酬赔笑脸，他不是这种人。你看别人都以为李元芳对这狄仁杰言听计从的，其实啊只有狄仁杰自己心里清楚，李元芳这个人呐，只是愿意做他愿做的事情。所谓一切都听大人的吩咐，这句话呀也只不过是应酬狄仁杰的话。狄仁杰想到这里呀，对自己是苦涩一笑啊，心说话，甭管怎么样啊，这小子终于听话听到了离我而去呀，真是一个傻小子呀，傻小子呀，不是一个傻小子，他又想起他那儿子了，是俩傻小子呀。怎么咱们前部书《滨州迷雾》上说了呀，这李元芳最后落了一个降职处理，去戍边了。狄景辉呀闹了一个发配，正好让这李元芳押解着一同发配边关了。这一走已经1个多月了，这1个多月，这俩小子呀到现在没给狄仁杰送来一封信，没给狄仁杰传过来一句话。这平常还好说呀，今天要过年了，狄仁杰怎么能够不想他们呢？狄仁杰真想当面的训斥他们一顿。你们两个呀，狼心狗肺啊！这年轻人，你们俩这心肠是铁的，是石头的呀。走了那么长时间了，都不给家里来那么一个半字片文的啊！这狄春说的话呀，一点不假呀。李元芳这孩子呀，一向就是这个作风，出去办事，无论是1个月、2个月还是3个月，除了递送最紧急的案件线索之外，从来不给自己写封信报个平安。也不是说一回没有，倒有一回韩沟案的时候，倒是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一封短信，结果这封短信呢还差点成了遗书。你这气人不气人呢？很久之前呢，狄仁杰也曾经非常正式的对这李元芳啊指出过这个问题。这不行，你哪能够说出去不顾家呢？你得让我知道你在外边到底什么情形，哪怕就报个好，报个平安，我这心也放下了。你一走2、3个月，杳无音讯，那哪行啊？你这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当老人的心呐。批评他，结果当时啊，李元芳这家伙无奈的笑了笑，还强词夺理呢，说大人呢，您就别难为卑职了，我实在不知道跟您写什么。再说了，我总觉得呀，我自己比那些信走得快，我给你送什么信呢？信还没到你手里呢，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了，您再收到我写的信，我就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还是别写了。你什么逻辑嘛？
但是呢，狄仁杰还是接受了李元芳的理由，就像接受并纵容李元芳很多的其他行为一样。因为在宦海沉浮一生之中狄仁杰见识了太多的虚伪的情谊，见识了太多的言不由衷的表白，所以狄仁杰才能够更明白这些质朴的言行之后的赤子之心。很多的时候，狄仁杰都会情不自禁的想好好的保护这份难能可贵的真情，但是呢，总有太多的牵绊，太多的需要，太多的顾虑，使这种保护变得无力，最终化为乌有啊！今天呢，在这盛大的皇家夜宴之前，狄仁杰又一次默默的悼念，是我太自私了。可是呢，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又觉得似乎自私的还不够。这纷乱的朝政，难测的乱局，就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那是太辛苦，太为难了。狄仁杰呢，从来没有像这一个月这样体会到自己对李元芳的需要。可是呢，李元芳已经走了，走的是那么的坚决，为了离开情愿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狄仁杰正在这里沉思呢，突然之间有人喊了一嗓子：“恩师！”狄仁杰一听这一嗓子，就明白是谁来了，转回身来，乐呵呵的回头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学生曾泰，身披着三品重臣的紫袍，容光焕发的已经站在了自己面前。狄仁杰满意的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学生，曾泰呀，你怎么找出来了？刚才呀，我在殿内没有找到恩师，问了沈将军，他说您身体不爽，出来散步了。我很牵挂呀，也就没心喝酒了，赶紧出来看看。恩师啊，你没事吧？哈哈，我能有什么事情啊？曾泰啊，你来的正好啊。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这一天来你可查出什么线索吗？恩师啊，学生正想和您聊聊这件事，这个案子实在是蹊跷的很呐。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狄仁杰独自一人远离集贤殿，就在这站着，看着集贤殿前的广场，那些喝酒的官员们，现在呀，酒过五轮了都，在这里喝得正高兴呢。那位说不冷啊？冷啊！咱说了，每年这个守岁宴过完，一定有一大批呀给冻病的。您想想，寒冬腊月最后一天，还刚下了雪没多久，那地上的雪都没化呢，也就是在这集贤殿外边扫出那么一大片空白的区域来，放上桌子，码好椅子，让这些人在这里吃喝，那能不冷吗？当然了，鸿胪寺和礼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了，为了给参加夜宴的诸位大人们取暖，特地的在这集贤殿广场四周立起了几十根高达丈余的方形铜柱，大铜柱子。这铜柱子里头啊，都是木炭，把这木炭点着了，就靠这铜柱往外源源不断的
送来热量。我估摸着呢，这个主意是跟那商纣王学的。商纣王残暴无比，对付大臣们不是有那么一个特殊的酷刑吗？叫做炮烙，就是大铜柱子里边放上木炭，把人绑上边，把人烤死。在商纣王时期呢，那是炮烙，到现在呢，就成了给人供暖的设施了。要么说世上的万事万物，那都有它的好处，都有它的歹处，我们要辩证的看待。但您别看竖了几十根火柱子，这院里头啊，仍然是十分的寒冷。狄仁杰呢，就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想自己的心事。突然间呢，他的学生曾泰喊了一声恩师，走过来了。狄仁杰一看曾泰呢，身披着三品重臣的紫色袍服，就来到面前。狄仁杰一看，曾泰现在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轻啊！满脸的容光焕发，满面春风啊，步履清洁，来到自己面前。狄仁杰满意的点点头啊，不错不错呀，自己这个学生能够这么一步一步的跟随自己的安排，也能够忠心耿耿的执行自己的指令，曾泰会有今天，那完全是在狄仁杰的意料之中啊。如果不出差错的话，这曾泰呀，还将是自己为李唐将来所铺设的棋局之中的一枚相当有力的棋子。一想到棋子这个词啊，狄仁杰突然间又想起了自己的三儿子狄景辉呀。狄景辉这个孩子呀，就是喜欢自作聪明，老是鄙夷做棋子的命运。但是呢，你看人家曾泰，人家就是一枚做得十分成功的棋子嘛。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曾泰呢还将会继续的成功下去。看看成功的曾泰，想想那两个远在天涯的傻小子，狄仁杰觉得呀，那俩孩子实在是幼稚的令人心疼啊。狄仁杰这个时候问曾泰说，你怎么出来了？曾泰说，我刚才在店里没找到恩师，一问沈将军呢，说您身体不适，出来散步了。我牵挂得很呢，也就无心喝酒了，赶紧出来。恩师啊，我看你脸色不好，没有事吧？没事没事，我很好啊。狄仁杰说着话，又打量了一遍曾泰。曾泰啊，你外放多年，这会儿再次入朝为官，感觉还习惯吗？今天的守岁宴可是个极好的机会呀，可与其他的朝廷官员互相熟识，你就别一味顾着老夫了。你我师生多年，这虚礼嘛，可以免去呀。曾泰一听这话呀，可能曾泰今天这个酒啊喝得不少，这个脸微微泛红，有点情绪激动啊。恩师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这么说可是让学生无地自容了。他还要继续往下说，狄仁杰一看呢，这曾泰呀就是爱激动，一伸手打断了曾泰。曾泰呀，不要激动啊，老夫只不过给你开个玩笑罢了。是。这个时候啊，这天呢又慢慢的飘起小雪花了。曾泰一看，
恩师啊，又下雪了，要不要咱们回殿去啊？狄仁杰未置可否，又看了一眼曾泰。曾泰啊，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你这一天来可查出什么线索了吗？曾泰一听狄仁杰问这个话，当时啊，这表情比较严肃起来。恩师啊，学生正想和您聊聊这件事呢。这个案子实在是蹊跷的很呐。哦，此言何意？怎么一个蹊跷之处？你不妨详细的说来。是，曾泰把眉头拧起来了，好像在思索着，努力的捋清头绪，符合逻辑，回答狄仁杰的问话。那不能随随便便想哪说哪，得条理非常清晰。恩师啊，刘亦菲大人的尸体之前已经被送回家中停放了。学生呢，亲自带着仵作去刘大人家中验查。经过验查，仵作确认刘大人是被一柄匕首刺中后心而亡的。因为这个匕首直入心脏，所以说刘大人肯定是当场毙命的。从匕首刺入刘大人尸体的位置和力度来看，行刺之人当时就应该站在刘大人的身后。行刺的手段是既迅速又坚决，所以刘大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当场就被刺中，然后立刻就向前倒去，被周大人扶住，周大人的手上才沾上了鲜血呀。那么凶器可曾找到？找到了，就在事发地点的宫墙之外，是一柄很普通的匕首，市场上随处都可以买到。那么事发现场你都勘探过了吗？可曾发现什么特别的蛛丝马迹吗？学生亲自去现场查看了，事发的地点是在鸿胪寺到东宫的一条巷道中间，前方不远处就是宾药门，巷道的一侧是成行栽种的松树，另外一侧就是皇城的外墙了。狄仁杰手捻银髯那可曾发现什么可疑的足迹了吗？因为这些天都在下雪，足迹在雪地上倒是十分清晰，但是呢，除了刘大人和周大人的足迹之外，他并没有发现第三个人的足迹呀。什么？狄仁杰猛地一回头，你说只有他二人的足迹？对，是学生没有说清楚啊。在从鸿胪寺到事发地点的一路之上，只有周刘二位大人的足迹，但是事发现场那足迹是一片混乱的，又有鲜血，还有刘大人倒地的压痕，确实无法辨别清楚。不过呢，在旁边的皇城墙上倒是发现了有人翻阅的痕迹呀。原来如此啊！那你刚才所说的那柄杀人的匕首也是在皇城墙外发现的？是啊，就在皇城墙上翻阅痕迹的旁边呢。那足迹能否跟踪呢？皇城墙外不远处就是洛水呀，那足迹到了洛水边就混杂在其他足迹之中，再也没办法寻找了。狄仁杰听完，凝神思索了一会儿。据周大人说，
他看到刘大人被杀以后，就疯狂地向前奔跑，一路都听到有人在身后跟随，还有个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说生死簿。那么从事发现场到周大人被人发现的地方之间又有什么特别的痕迹吗？曾太呢，听到这里有一点迟疑。从事发地点到周大人被发现地方之间，要说足迹嘛，其实只有周大人自己奔跑的足迹。不过呢，有一件事很奇怪呀。哦，什么奇怪的事情？哎呀，曾太说到这里呀，声音里头透出一种古怪的忧惧。恩师啊，在周大人的足迹后边有一条血迹在紧紧跟随呀。您可听清楚了，不是足迹，就是一条血迹，而且呀，好像还是一路滴过去的。不仅如此啊，每隔一段距离，这些血迹还在雪地上画出一个模糊的死字，隔一段一个血迹写的死，隔一段一个血迹写的死，一直延续到周大人被发现昏倒的地方呢。狄仁杰听完这话没有言语，而是注意地观察着曾太的表情，沉默了良久，这才冷冷地说：果然是够古怪的呀。那么曾太啊，对这件案子你可形成了什么看法？打算怎么办呢？恩师啊，从皇城墙上的翻阅痕迹还有丢落的匕首来看，刘大人呢，应该是被一名翻越城墙进入皇城的凶手所杀。学生想啊，这个凶手一定是在巷道旁边等候多时了，等周刘二位大人走到身边，这才动的手，一刀杀害了刘大人之后，马上翻墙而逃，顺手就把凶器丢掉了。狄仁杰微微一点头。那么你认为凶手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杀害刘大人呢？曾太一听这句问话呀，略显得有点尴尬。恩师啊，这个学生还没有查清楚，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呢。狄仁杰伸手拍了拍曾太的肩膀，鼓励他说：曾太啊，一天的时间对这样一起案件来说肯定是不够的。老夫不是在质疑你的能力，只是想从自己的经验来给你一些帮助和启发。你呀，不用有顾虑，在老夫看来，你已经做得很多，做得很好了。学生惭愧呀。曾太赶紧的拱手。狄仁杰这个时候往前走了几步，又开口说：曾太啊，除了动机之外，还有几个问题你也可以想一想。恩师，您请说。第一，这个凶手是如何进入皇城的？这个我也想过。我想会不会是翻墙而入的呢？这当然是一个可能了，但问题是城墙旁边白天一直会有守卫巡逻，根据案发的时间来看，这个人在白天就翻墙而入的可能性很小啊。另外，他又如何知道
周刘二位大人当天晚上一定会走这条巷道呢？难道说他天天翻墙进来，等在那里守株待兔不成啊？所以老夫觉得凶手趁夜色翻墙而逃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却并不是翻墙进入的。曾太一听赶紧问他，那恩师，他还有什么办法进入皇城呢？哈哈，狄仁杰微微一笑啊，办法嘛有很多呀。这些天为了新年的庆典，左右驿门每天都要到戌时以后才关闭，出入的人员当中更有不少外来的工匠和艺人。虽然有所盘查，但盘查之严谨大不如平时啊。再说了，这凶手会不会本来就是皇城里面的人呢？曾太想了想，哎呀，这学生觉得不大可能吧。恩师您想呢？如果这个凶手他本来就是皇城里头的人，那么杀人之后他就不用翻墙而出了，何必多此一举呢？狄仁杰轻轻地把头一点，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啊。那么假如凶手是外面的人，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凶手为什么要在周刘二位大人路过那条巷道去东宫的时候杀人呢？假如他是皇城外的人，要杀刘的人的话，在皇城外杀人恐怕要比在皇城内容易得多吧，他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曾太一听也对，你这傻瓜才办的事啊！要是跟着刘的人有仇有怨的，那何必进皇宫啊？直接堵刘的人家门口得了，一下叫扑哧一刀给捅那了，撒腿就跑，这不比在皇城杀人要容易得多吗？哎呀，所以曾太呀无言以对呀。狄仁杰继续说，所以从我们刚才的讨论来看，老夫认为你最应该去彻查的仍然是动机。刘的人为什么会被杀？什么人想置他于死地？只有理清了这些，这桩案子才能找到头绪。如果仅仅是被现场的情况牵着鼻子走，恐怕是要误入歧途的。哎呀，曾太突然间一惊啊，恩师啊，那您的意思是说，是有人在故布疑阵？狄仁杰呢微微一笑，曾太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呀，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曾太连连点头啊。恩师啊，那您对那行血迹和那个死字有什么看法吗？狄仁杰哼了一声，老夫一直认为，某种事物越是看上去玄之又玄，其实它本质就越是简单。对于这血迹和死字，老夫目前并没有什么看法，但我觉得你查案之时大可不必把这放在心上。曾太听完这句话呀，开始没有明白，愣愣地看着狄仁杰眨巴眼儿，后来呀好像若有所悟。恩师啊，您或许还不知道，前日晚上神都洛阳除了刘大人这件命案之外，还发生了2桩命案呢，并且都与这个生死簿有关系。狄仁杰一听此言，猛地一惊，停住脚步，
回头质问曾太：“曾太，你所说的除了刘大人命案之外的两桩命案，又是怎么回事啊？”“恩师啊，这两桩命案呢，乃是两桩暴族事件。一是吏部侍郎傅敏大人在玉仙楼暴卒，二是天觉寺的圆觉和尚失足坠塔而亡。”狄仁杰一听死死地盯着曾太，嘴里头低声地重复着：“傅敏、圆觉、玉仙楼、天觉寺。”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同时发生在前日夜间的暴族事件。狄仁杰突然间提高声音问道：“曾太，你为什么说这两桩暴族事件都和生死簿有关呢？”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大理寺卿曾太告诉狄仁杰说，玉仙楼、天觉寺那两桩暴族事件都和这生死簿有关系。狄仁杰闻听此言，当时就问了：“曾太，这两桩案子与这生死簿有什么关系？”“恩师啊，是这样的，白天学生在大理寺整理公务，并查刘大人的案件之时，听到一些下属在那里谈起了傅敏傅大人暴卒的事情。”狄仁杰说了：“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然知道了，梁王武三思就是因为妹夫傅敏的暴卒而婉辞今晚的守岁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还和什么生死簿有关。”曾太把头一点了：“是啊，恩师啊，我听说傅大人前天晚上去玉仙楼饮酒作乐，同去的还有两位吏部同僚作陪，他们在那里喝了一个晚上一直闹到昨天凌晨陪宴的妓女叫柳燕儿，这柳燕儿当时就出主意说要玩藏钩，于是就把灯火熄灭了。本来说好的傅大人等这个柳燕儿把什么东西藏好之后就点亮灯猜钩，哪想到等灯火再次点亮之时，这位傅大人已然病发身亡了。狄仁杰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病发身亡据说这个傅大人一向纵欲无度，不拘小节从来不注重修身养性。据说身染好多暗疾尤其是有心疼的毛病，也曾经数次发作。据说有几次还非常危险呢。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夜宴当中突然身亡，也不算太意外的事情。说到这里曾太这语气之中略带嘲讽恩师学生还听说这个梁王的妹妹知道这傅敏暴亡之后，非但没有丝毫的悲伤之情反而是破口大骂说早已料到这傅敏会有这一天，死在花街柳巷就是活该狄仁杰一听这话，眉头一挑，他是这么说的正是这么说的。按说像这样的暴卒事件，如果这个事主家属没有其他的怀疑，那一般来说衙门里也不用特别的处理。但是民间坊巷
都在传说呀，说这个傅敏傅大人死去的时候，周围散落了很多的黄色的纸片，在上面写着2个字：生死。恩师啊，您说这怪异不怪异啊？就这一天的功夫，您到那坊间街巷去转一转吧。哎呦，闹的是人心惶惶啊，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了，最多的说法还是说傅大人这个人呐，不自检点，欠下了太多的风流债，把这个阳寿都耗尽了，所以阴曹地府阎王爷这才派小鬼小派前来索命啊。狄仁杰听到这里冷笑一声，怎么你也相信这种说法？曾泰呢觉得自己呀表现的有些过分了，确实自己心里挺含糊的，但是知道恩师这个人呢对这种事情最为厌恶，向恩师汇报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的。现在呢被恩师问这么一句话，恩师这心里肯定想啊，别人相信还则罢了，你曾泰是谁呀？你是我狄仁杰的弟子，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你也相信这鬼神之说呀？啊，那枉为恩师我这么多年教导你呀，你这白学了呀。所以曾泰一听狄仁杰这么一问，曾泰呢略有一些尴尬啊。恩师啊，学生啊没有相信，学生啊就是听到这些传闻，但是呢没有调查过真伪，所以也不敢妄自采信。狄仁杰呢也没再说什么，而是直接问了一句，这梁王似乎还没有对此事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啊，学生到现在还没曾听说呢。狄仁杰默默思考着，想了一会儿曾泰呢恩师，那么天觉寺圆觉和尚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啊？恩师您想必知道啊，这个天觉寺是朝廷指定的遗经藏经的寺院呢。狄仁杰一点头，那意思我自然是知道。曾泰接着说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天觉寺和一般的寺院它不一样，所以天觉寺死了个和尚，就把这个和尚的死报到了大理寺。按说一般的寺庙死个和尚，肯定是当地的衙门就处理了，天觉寺不一样啊，所以就报到了我大理寺。我一看也是那天晚上死的，我就注了意了。恩师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死的和尚叫做圆觉，是天觉寺的库头僧。前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从寺院后面的天音塔上失足摔下6层塔呀，摔到地上，脑浆崩裂而亡。直到昨天早晨，那些和尚们做早课的时候，才被众僧发现呢。狄仁杰这个眉头又皱起来了。曾泰啊，你怎么能肯定他是失足摔下而亡的呢？恩师天觉寺众僧人发现这圆觉和尚死在天音塔下之后，就直接的报到了我大理寺。当时学生正在那里忙刘大人的案子，无暇处理一个和尚的命案，于是学生就派了少卿秦大人去天觉寺查查。秦大人查回来，报告给我说，
在天音塔最高层的拱窗前发现了空的酒樽，而且这个圆觉和尚啊，虽然死在了风雪之夜，但是这个酒啊没少喝，尸体上衣服上还能够闻出酒气，所以学生初步断定这个圆觉和尚在死前喝了很多的酒。另外呢，和天觉寺其他僧侣谈话中也能够了解到，这个圆觉和尚啊六根不净啊，本来就有个嗜酒的喜好，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所以秦大人推断圆觉前夜也一定是躲到天音塔上去喝酒去了，怕别人发现，喝醉了酒了不辨方向，就从天音塔上的拱窗那地方失足跌下6层塔摔下来，这才死在了天音塔下。狄仁杰越听啊，这个眉头皱得越厉害。那么所谓的生死簿又是怎么和这圆觉和尚的死联系起来的呢？是这样的，在圆觉的尸体旁边啊，也发现了不少散落的写着生死的碎纸片，所以学生才不由自主的把这2件事情啊给联系起来了，都是意外暴卒，又都是沉迷酒色贪欲，所以学生认为啊，似乎狄仁杰一看这个曾泰呀吞吞吐吐的样子，一边说还一边偷眼瞧自己，好像怕他哪句话呀得罪自己。狄仁杰淡然一笑啊，似乎什么呀，不要吞吞吐吐，有话便直说嘛。曾泰呀鼓了鼓勇气，似乎学生觉得呀，确确实实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或者也可以说是报应吧。这曾泰呢真鼓了很大的勇气，把这2句话扔出来了。狄仁杰听完，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曾泰一看，咽了口唾沫，心说话坏了。你看吧，我说不说吧，这恩师会不会生气呀？狄仁杰半天没有说话。狄仁杰不说话，曾泰更不敢说话了。2个人呐在这里沉默了许久，狄仁杰这才轻轻地叹了口气呀。曾泰啊，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世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果，而且我也相信这些因果的关联只在现世，只在当下，无关彼界呀。当然了，你刚才所说的这2件事情看上去蹊跷诡异，有太多含混不清的因素在里面，我不能也不愿凭空的就做出任何的判断。这样吧，让我来给你一个建议恩师请您赐教。富敏大人的事情，如果梁王或者富敏的其他亲眷没有要求的话，咱们就先不去理会。但是圆觉这桩案子绝不能随随便便了结。这样吧，等这个新年节庆过后，我就去一趟天觉寺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说吧。曾泰一听大喜呀，恩师啊，您肯帮助我彻查圆觉的案子，学生真是求之不得呀。狄仁杰微微一笑
我去天觉寺啊，倒也不单单是为了你的案子。老夫在那里还有一位旧友，许久不见，很是想念呐。老夫也该去拜访拜访，过年了也好去向他拜个年呢。哦，曾太一听非常好奇呀，恩师啊，您在天觉寺还有哪位旧友啊？我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过呀？一位多年的好朋友，到时候我会带你一起过去，你自然也会知道他是何人了。是，正说话呢，哎呦，突然间呐，就听见哇，怎么了？一声欢呼啊！两个人转身一看呐，哎呦，原来集贤殿外的官员们呐都站起来了，集贤殿内的君臣们也都走出来了，大家是齐声欢呼啊！隐隐约约听到远方的寺庙传来了钟声，咚咚咚，这钟声一响起呀，感情围着这集贤殿外的那火柱子呀，还有很多的守兵呢。这些守兵今天晚上有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守柱子。怎么守柱子呢？咱说了，这柱子里头点的全是木炭，烧一晚上，整个柱子都烧红了。你不围着，万一哪位贪酒，这酒喝多了要去小解，再找不到厕所，晕了吧唧的，一看这有根柱子，干脆在这里呀解手得了，往下一退，呲啦一下子，这不麻烦了吗？这就不小解，平常的万一撞上去，那也一溜皮呀。所以呀，得派人把守，这是一个任务。另外一个任务啊，就在这里确保治安。这里有太子，有王爷，有群臣，治安呢一级戒备。那比皇上也不次啊。虽说也有牵牛卫、羽林军在这里把守，这些看铜柱子的，那也有确保治安的职责呀。这是第2个任务。第3个任务呢，就是等着新年钟声敲响啊。新年钟声一敲响，这些人呢，每个人的脚下还都有一个小铜锤，把这个小铜锤拿起来，随着那钟声是一起敲着铜柱子。这铜柱子敲起来清脆入耳啊，叮叮叮叮，远方的钟声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叮咚叮咚咚咚咚咚咚叮咚咚咚，成小天鹅了。那年头也没有这曲子，反正是非常的和谐，互相的应和。群臣一听啊，更加高兴了。本来现在这酒都已经喝得差不离儿了，大家呢趁着酒劲儿，一看太子也出来了，王爷公主都出来了，哎呀，这些人呐齐声欢呼啊，声声不绝，震彻天地。狄仁杰和曾泰也相顾一笑，看来子时马上就要到了，新的一年又要来了。狄仁杰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当中丝毫的呀让人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喜悦，反倒是让人感觉到啊有那么一点点的忧虑，一点点的思念，一点点的孤独，一点点的哀伤。旁边的曾泰非常了解恩师现在的心情，他听到这新年的钟声，
一定想起了那在远方的自己的儿子和那胜似自己儿子的李元芳啊。哎呀，曾太呀是不住的埋怨那心里，心说话，元芳啊元芳，那狄景辉我听说呀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他不懂事也就罢了，你怎么跟着也学的不懂事呢？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连封信你都不给恩师来呀？你看让他老人家在这大年夜去思念你们，担心你们。哎呀，元芳啊元芳，你们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呢？李元芳在干什么呢？李元芳啊，就在今天掉冰河里了。怎么掉冰河里了呢？你看，这就叫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咱本套书一开书，光说狄仁杰了，那远赴边疆的李元芳、狄景辉，还有那小孩韩斌，咱可一直没说。为什么没说？说书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咱们现在呀，按下狄仁杰这头，咱先不说，把时间往回倒一倒，咱们呢再说那李元芳、狄景辉。听过上文书的朋友都知道，在滨州迷雾那个案件里头，李元芳得罪了张昌宗，被降职去戍边去了。狄景辉呢，由于牵涉到了案件当中，犯了一定的罪过，所以也被发配。两个人的地方都在伊伯泰，一路同行啊。当然了，一个是现在的校尉，也算是当官的，一路上非常自由。另一个呢，那是罪犯，有2个借差押送着，再加上小孩韩斌，一行5个人呐，是一路西行啊，一直往前走，走了1个来月。这个时候啊，已经离开神都千里之遥了。来到哪了？来到了兰州城外。走到这里，往前走不动了。怎么了？押解这狄景辉的2个借差，其中有个姓孙的，孙借差突然间得病了，一头扎那儿起不来了，发高烧，浑身打冷战，浑身是虚弱无力呀。好在呀，这狄景辉是半个大夫。您别忘了狄景辉呀，他干爹就范其信，范其信那是有名的神医，狄景辉跟着他那么多年，也熏了个半仙之体。另外狄景辉这些年一直做药材生意，自己又开百草堂，百草堂里不少先生，熏也把狄景辉熏出来了。狄景辉用手一搭脉，是连连摇头啊。狄景辉说：哎呀，孙大哥呀，孙大哥啊，狄景辉会说呀，这一路之上跟着俩借差呀称兄道弟。狄景辉说：孙大哥呀，您这个病啊可够严重的啊。孙借差一听，我得什么病了？狄景辉说：我看你这个病啊像甲流。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狄景辉一行5人赶奔边关伊伯泰。这一路之上啊，不好走啊。咱说了，那一年中国呀遇到了100年一遇的寒冬。那神都洛阳
在中原地带还都那么冷呢，您琢磨琢磨，这要往西北走，那不越走越冷啊。这一路之上啊，哎呦，这受的苦啊就甭提了，到处都是冰，到处都是雪，有的时候遇到暴风雪，这一整天呢走不出几里地去。好容易这5个人呐来到了离神都洛阳千里之遥的兰州城外。一看呢，马上就要到黄河岸了，得从这个黄河东岸到黄河西岸去，因为这一段黄河呀是南北走向的，所以得从东岸到西岸去。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那借差老孙突然间得了疾病了，发烧咳嗽，浑身肌肉酸疼，一个劲的直打哆嗦呀，最后往那一趴起不来了。哎呦，大家伙可吓坏了。狄景辉呀好在会医，号了号脉，狄景辉说了，说这老孙呐估摸得的是甲流。那年代有甲流这个称呼吗？在中国当然没甲流这个称呼了。这个甲流那是现代医学、西方医学他们给定的名字，叫做甲流。在中医学、传统医学上面根本呢没有什么甲流乙流的，怎么就感冒，什么病毒没不懂，怎么我们不管什么病毒不病毒，我们呢就辨证治疗，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症状，我们根据这个人来治病。中医治的是人，西医才治病呢。说是什么病毒啊，怎么对抗它呀？中医不管那个。所以啊，你看那年甲流流行啊，这外国的医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这甲流到底是什么病毒呢。在中国这甲流已经被中医治好了。咱们中医呀甭管什么甲流乙流丙流，反正都是感冒呗，无非就分那几种啊，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舒适感冒，对症下药，激活人自身的免疫能力，自然的就把这疾病打跑了。狄景辉呀半仙之体呀，用手一号老孙的脉，知道这老孙呐这是得了伤寒了，受了风寒了，这天太冷了，所以一下子病倒了。这样赶紧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呢开个方给他抓药。找地方住吧，一看呢眼前正好有一座驿站，这座驿站名曰高河驿站，赶紧的住进驿站。到这驿站一看呢，这个驿站虽然面积还真不小，但是往里边这一看，这个陈设呀比那中原、比那关内的驿站要简陋的多得多呀。你别忘了这个地方已经接近塞外了，这大堂挺大的，光这个宽都有3丈多宽呢。原木桌椅随意散放在泥地上，一色的泥刷的墙，到处是黄乎乎黑黝黝的，看不到半点鲜亮的颜色呀。临近年关了，这个驿站里头的客人也是十分的稀少。开驿站的老板一看也没多少客人啊，每天这个赚的钱呢也不多，这老板呢还比较抠门，为了节省开销，就在这个大堂的正中央点了那么一个小小的火盆，除了这个火盆周围相对来说还热乎点，其他的地方嘎嘣冷啊，滴水成冰啊。就这屋子一点也不比这外边
暖和多少啊！这驿站里头也住着一些人呢，人数不多的那么几伙旅客，三三两两就围坐在这个火盆旁边的几副桌椅上，在这里百无聊赖的打发着时间。驿站老板一看有客人到了，赶紧过来迎接。在迎接的时候啊，这老板就给介绍了，说这些人呐，绝大多数啊都是打算渡过黄河去关外的。可是呢，这黄河呀封河了，大雪纷飞，这2天大雪封河，原来在这黄河上打摆的那些艄公们呢，根本都不出来了。这些人找不到渡船，就在我们驿站里干等啊，是吧？耗了好多天了，可以往里边请，把这李元芳等人呢就给让进去了。李元芳呢赶紧的耗了房子住进来了。住进来之后就问这驿站老板，你们这个地方哪里有药房啊？哪里有大夫啊？有郎中啊？这驿站老板一听，我们这个地方哪有什么郎中啊，也没药铺啊，我们这个是小地方，你要想治病啊，想找药啊，你呀得去兰州城。兰州城从我们这个地方过去来回，哎呦，这天呢得2个时辰。李元芳一听，看了看天，这天色将晚了，看来今天就是往兰州城赶过去，兰州城门都已经关了，根本进不了城啊，赶去也白搭，怎么办呢？老孙是昏昏沉沉就说呀，我没事，不用管我，我喝点姜汤就好了。狄景辉说是，他这病呢得喝姜汤，赶紧熬姜汤。这驿站老板赶紧给熬过姜汤来，灌了3碗姜汤，捂上被子发汗。一晚上啊，这汗是愣没发出来呀。等到第2天早晨一看呢，这老孙呐，这个病情有点加重啊。哎呀，狄景辉一看不行啊，这必须给他吃药。药方已经开好了，今天无论如何得去一趟兰州城啊，得上兰州城去抓药去。谁去呢？自然是李元芳呢。李元芳二话没说，吃过早饭，牵过马匹，飞身上马，是直奔兰州城。这一去呀，就是1天呐。方黑的时候，这李元芳啊这才回来，把马匹重新拴好喽，把这驿站的门这么一推开，呜，随着李元芳啊从外边这寒风夹杂着雪就吹进来了。李元芳一进屋，小孩韩冰呢就看见了。韩冰呢自从李元芳走了，就一直蹲在大厅那个小火盆旁边玩那个炭灰呢。毕竟是个孩子嘛，只要是有人进来，唰，这韩冰立刻小脑袋瓜就扭过来了，看看是不是哥哥来了。但是好几次啊都非常失望，一直在这里等着这李元芳。这一回等到了，一看是李元芳，小孩韩冰乐了，大声喊着哥哥，呜的一下子就扑到李元芳近前了。李元芳轻轻的把这韩冰的小肩膀搂住了，先是平息了一下气息。这一路听东方.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也够奔波的，把这个气息平了平，这才看了看这孩子韩冰。嚯，一看韩冰呢成西瓜脸了，怎么这小脸上啊
是黑一道白一道，花花脸儿。哎呀，李元芳说：“你又在玩炭灰了啊！你的脸全黑了。”韩冰呢，扬起小脸儿，看看李元芳，冲着李元芳做了个鬼脸儿，一吐舌头，伸手就去扯李元芳的衣襟儿，一边扯还一边问：“哥哥，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吗？”李元芳啊，把这韩冰的手给拉开了。哎呀，低头一看，李元芳这个人爱干净，外罩一身月白缎的大氅，现在一看呢，2个黑手印儿。李元芳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啊，一伸手就把左手的几个纸包拎到这个韩冰面前了。这么一晃，韩冰一看，唰的一下子，这俩眼冒光呢，好吃的唰，一把就把这个纸包啊给抢过来了。刚想拆，李元芳说了一句话：“这都是药啊，赶紧的拿到屋里去。”药啊！这韩冰呐，撅个小嘴儿，捧着药包就往回跑。李元芳紧跟在韩冰身后，就走进大堂后边的自己的客房了。这个客房啊，跟大堂一样，也都是这泥灰的墙壁，泥灰的地。在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副土炕，炕上躺着一个人呢，这炕烧的挺热的，但即便是这样，这个人呢仍然盖了3层棉被，还在这里不停的咳嗽。谁呀？正是借差老孙。狄景辉呢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一看这李元芳和韩冰走进门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李元芳朝狄景辉一点头啊，然后朝床上看了看，怎么样，好点没有？说着话，李元芳就来到炕前，俯身看了看老孙。老孙现在迷迷糊糊的也看见李元芳进来了。老孙抬了抬身子，喘着粗气：“李小尉，我好多了，给大家添麻烦了，让你这么冷的天冒这么大的风雪，还得跑这。”李元芳心说话：“你就少说2句吧。”把这老孙呢给按住了：“别说话了，好好的休息啊，我没事啊。”狄景辉这个时候把这韩冰手里的药包打开看了看，一看这个药没买错，怎么怕人给拿错了？这医生嘛，先检查了一下，跟药方上所开的药材药量都一样。狄景辉点点头啊，转过身来看看李元芳：“这药很难买吗？还去了1天。”李元芳这个时候挨着老孙呢坐下了，听狄景辉这么一问，把头一点呢：“是啊，从这里到兰州城打个来回就要2个时辰，外面的风雪太大了，马几乎都走不动了。又快过年了，城里的许多店铺都已经关门歇业了。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了一个药铺，想请个郎中吧，没一个郎中愿意来的。我问了好几个都不肯出城啊。”狄景辉说呀：“你呀就不相信我啊！我告诉你，老孙的这个病啊其实不太重，我这点3脚猫的本事你别瞧不起，也足够用了。不过呢，这个病呢需要静养啊，不能够受累，更不能挨冻。这个伤寒呢就是这样。老孙呐，你这个伤寒呢就是这一路上累的，营气不足，邪气外侵呢，所以你才病成这样子。”哎呀，狄景辉说到这里，又看了看李元芳，看样子呀，老孙是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老孙躺在炕上一听，老孙急了：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能走，我这病呢，我狄景辉一看就你这样还能走啊？哎呀，老孙呐，我看你呀也别着急，反正啊，狄景辉往窗外一指，咱们这一时半会儿啊，看来也走不了了。你看看多大的雪呀！这么多年我就没遇到这么冷的冬天。他们几个大人在这里说话，这韩冰呢，把另外几个纸包啊全给打开了。怎么？他得找找啊，到底有没有吃的？打开一个是药包，打开一个是药包，哎，打开到最后，叭的一下子打开，哟，小孩高兴了。怎么？最后这个纸包里头啊，是一纸包的孜然羊肉。呵，小孩啊，一看有孜然羊肉，哎呀，下五把了，两手往里这么一掏，掏出2块羊肉就往嘴里塞呀。李元芳坐在炕上这么一看，李元芳眉头一皱啊，赶紧起来走到小孩身边，拍了拍韩冰的后背，去给你张叔送点羊肉去，他在后边刷马呢，然后你再把这个药煎了。哎，这韩冰呢答应一声，包起这个羊肉，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李元芳转身又对狄景辉说：景辉啊，我今天呢去黄河岸边看了看，你不用担心，这点风雪呀拦不住咱。我想啊，咱们明天就可以走了。啊！狄景辉一听吃了一惊啊，不是说找不到渡船吗？没有艄公了都，怎么又能走了呢？李元芳乐了，艄公是找不到，渡船也找不到，但是呢，我们不用渡船仍然可以走。啊！狄景辉一听不用渡船还可以走啊，我刚才已经看过了，这段黄河呀已经全部冰封了，我上河上试了试，冻的是结结实实的，咱们可以从黄河南岸走到对岸去。走到对岸去？哎呦，这狄景辉呀一听此言，先是一愣啊，随后是朗声大笑啊！哎呀，哈哈，太好了，太好了，我还从来没有走过冰河呀！哎呀，这一次发配呀，算发配着了。我这一回呀，要试一个新鲜的。哎呀，能渡冰河啊！以后啊，我回去之后，我告诉人家，我曾经呢在冬天过过黄河，我从黄河南岸走到黄河北岸。哎呦，这多好！他挺美。李元芳不理他，回头对着老孙说：老孙呐，你和老张啊就留在这里吧，我把马也留给你们，再给你们多留点钱，你们就干脆等过了新年，天气转暖之后，就直接回洛阳吧。狄景辉呢，你们放心，我帮着你们把他借往伊伯台，指定跑不了。哎呀，老孙躺在炕上，哎呀，李小伟啊，我怎能不相信你呀？只不过这怎么使得呀？这使不……李元芳说：“你就少说两句吧，就这么定了啊，不用多说了。我们呢也不能再耽搁了。这一路之上，咱们呢耽搁的太多了。按照规定，就此时走啊，日夜兼程，也不知道能不能按期赶到伊伯台呀。再耽搁下去，恐怕就误了时期了。就这么定了。这样，我呢写一封书信给你们的长官，把事情缘由交代好。这一路之上，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交不了差的。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太谢谢李校尉了，我太……这老孙呢又是一阵咳嗽。就这么着，小孩韩斌把那药煎好了，
给这老孙喝下去。几个人呢又草草的吃完晚饭，李元芳就在柜台上借了纸笔，开始在这写信。小孩韩冰这个时候跪在李元芳身边的椅子上，趴在椅背上，看着李元芳写。这李元芳还没写几个字呢，突然间就听见身边呢是一阵喧哗呀，就听见有个人呢在那里嗓门挺高，在那里嚷人呢。怎么的啊？你们还不讲理了？就这么一个火盆放在中间，大家可都有份。这火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大家伙的。我说你们这群人啊，每天呢都把靠火盆最近的桌椅站着不说，现在好干脆把火盆挪到你们那里了。我说有这么干事的吗？啊，就这么一个火盆挪到你们那里了，你们倒是暖和了，那别人怎么办呢？啊，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啊，这李元芳写着字儿，这么一听，李元芳看了看韩冰，韩冰看了看李元芳，小孩嘴里说了仨字儿：狄景辉。李元芳一听没错，正是狄景辉，这是跟谁吵呢？还没等转头看呢，有人也嚷嚷起来了。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呢，就知道这个人是个胡人，怎么说着汉语非常生硬。我说你想怎么样？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就是个犯人，居然还想烤火。这个火不是你们犯人烤的，火是我们烤的。你是个犯人，这一战的火盆不是给犯人烤的，冻死你也活该。他一说这话，哇，一伙人是哈哈大笑啊。呵，狄景辉哪受过这气呀？一听此言是勃然大怒啊，拿手一指对面这个胡人，哎，我就是个犯人，但是犯人呢，那也是人，不像你们似的不知道是狼种还是狗类啊！对面这胡人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好你个汉人，敢骂我，今天我就要你的命！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高河客栈，狄景辉和一群胡人为争夺火盆抠脚起来了。这群胡人呢，霸占火盆还不依不饶，说了你就是个犯人，你没有资格烤火，冻死你也活该。这胡人一说这话，狄景辉勃然大怒啊！狄景辉说我就是个犯人，我也是个人，不像你们似的是狼种还是犬类也分不清楚。狄景辉这么一骂呀，那群胡人呢，非但不着急，反倒是笑了。汉人看来就是会说话，可惜汉人只会耍诡计，全都是些卑鄙小人，不像咱们突厥汉子，就是做狼做狗也是做的正大光明。嘿，狄景辉一听这话呀，把狄景辉气的啊啪啪，把桌子拍的啪啪山响。哎，你把话说明白，谁是卑鄙小人，谁耍阴谋诡计啊？说明白。嘿，就见那个突厥人呐，咬牙切齿的回答，说的就是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汉人。狄景辉呀，您别看不会武术，那毕竟也是个男的呀，哪能受这个气呀？把狄景辉气的拳头紧握，就想往前冲啊，就想跟这群胡人打一架。刚想往前冲，
就觉得身旁有一道力量嘣的一推，狄景辉呀，这么一趔趄，差一点没趴那儿。谁？狄景辉回头一看呢，李元芳挡在了自己跟着突厥人之间。再看李元芳，皱着眉，沉着脸，看了看突厥人，声音非常的沉稳，说了那么一句话：出门在外，惹出事端来，谁都不好过。我看算了吧。算了。那突厥人一听，不依不饶啊，没那么容易，老子我受够了你们汉人的气了，今天我要和你们好好的理论理论。狄景辉一看李元芳来了，狄景辉这个底气呀更足了，一听还要理论理论，狄景辉是哈哈大笑啊。什么？还想理论理论啊？我算琢磨出来了，原来你们这是怀恨在心，想借机报复啊。你们这2天在一堆嘀嘀咕，我都听见了，是不是和人赌博了，输大发了啊？哎呦，难怪你们花钱呐，抠抠缩缩啊，这么不爽利。看来是没钱了。我说呢，要暖和呀，让老板多点个火盆嘛，何必和我们抢啊？这是公用火盆。看来呀，你们是没钱了。这个突厥人一听这个话呀，气得这黑脸蛋子都泛紫了。你们这些汉人没一个好东西，就会骗人，连赌钱也耍诡计，把老子的钱骗去了一多半。好，今天我就打你们这几个汉人身上出气。他往旁边一挥手啊，旁边10来个突厥大汉吹胡子瞪眼全围过来了，看那意思就想动手啊。这群人往前这么一迈步，刚要动手，突然间唰的一下子又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就见李元芳啊，神态自若的站在他们面前，左手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把黑漆长弓。这把弓啊，比一般普通的长弓还要长出半尺有余呀。而听东方.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且看上去这把弓啊，那绝非是一般的普通的长弓，乃是一个宝雕弓，非常的有分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亮黑色的弓身的最上端，还雕刻着一个威风凛凛的狼头。这帮子突厥人一看李元芳手中这把长弓啊，顿时啊是面面相觑。领头的跟着狄景辉吵架的那个突厥大汉，当时这眼珠子都起红线了劈手过来就抢，那能抢得了吗？这手往前一伸，被李元芳啪抓住胳膊往旁边一扭，去！这大汉呀，一力歪斜，差一点没摔个大马趴呀。好不容易站直了，这大汉着急了，你把我们王子的神弓还给我，还给我！李元芳一听他说这话，李元芳笑了，看了看手里的弓，我说呢，从昨天我们到来，我就发现你们这些人呐，都护着这把弓，把这把弓当作宝贝。我还纳闷呢，原来这把弓
是王子的。哪来的王子啊？这突厥大汉一听，眉头立起来，这和你没关系，快把这弓还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就学习高河一战。李元芳一听，李元芳微笑着一摇头，好大的口气呀！本来我就没打算要你们王子的东西，我就是看这个弓有趣儿，借来玩玩。说着话，李元芳抬右手一拉弓弦，真是拉弓如满月呀！把这张弓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嘣，把这弓弦给送回去了。李元芳看了看，这把弓不错，抬眼又看了看那个突厥人，慢慢的把这把弓就放到了那个突厥人面前的桌子上。这伙子突厥人一看这个情景，行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顿时是鸦雀无声。领头的那个突厥大汉右手一按胸口，朝李元芳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从桌上拿起那把弓，冲着大伙一使眼色，就带着这一帮的突厥人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堂。狄景辉一看他们走了，狄景辉背着手走到李元芳近前，哎呀，你可真厉害啊！你看刚才这帮子突厥人，你看那个气焰那个嚣张劲儿，从昨天我就看他们不顺眼呢，正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你要不来刚才我就给他们伸手了，非得把他们打趴下不可。没想到你这么一来，给搅和了。李元芳一听我搅和了，李元芳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教训他们，你这纯粹是在给我找麻烦。”狄景辉一听这什么话呀？怕什么呢？我真的跟他们伸手，真的打不趴他们，这不还有你吗？我知道吧，你打下准行吗？李元芳一听这话，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就坐回了那个桌边了。匆匆忙忙把刚才开头的信给写完了，然后把笔往笔架上一搁，又看了看狄景辉。我说：“狄景辉你以后要是再想教训什么人麻烦您先给我打声招呼。”狄景辉一听这话里有话，狄景辉眉头一挑，我说：“李元芳你不会是真的害怕了吧？”李元芳看看这大厅里没其他人，压低声音对着狄景辉说：“其实刚才的局面非常危险，你是不知道那些突厥人一个个都身怀绝技，真要是动起手来，我虽然有把握保护你们的安全，但却避免不了对方的伤亡。这要真的把人打死了一两个，以你我现在的身份处境，惹出人命官司来会很难办的。”狄景辉一听这满不在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到时候你把所有的事儿就往我脑袋上一推，我跑了，从此浪迹天涯当逃犯。这样一来我就不再用去那个什么渺无人烟的地方受罪了，这多好李元芳哼了一下，非常不屑地说：“你跑了，你倒盘算得很好你跑了，大人怎么办？”狄景辉眨不眨眼睛，我就知道你这么说，你放宽心，我狄景辉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浪迹天涯当逃犯我没这个能耐。你看看这冰天雪地的往哪跑打只兔子都找不到。
这狄景辉呢，等了一会儿，他以为李元芳呢得接他的话茬，哪知道李元芳呢根本不理会他。狄景辉等了一会儿，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这群突厥人厉害呢？我看他们呢，一个个呆头呆脑傻了吧唧的，也就是个头大点，全都是一些莽夫，我没看出来他有那么厉害。元芳啊，你说他们会不会记仇啊？明天会不会随我们一起过河，在过河的时候再伺机害我们呢？李元芳抬眼看了他一眼，那倒不会啊。其实啊，昨天咱们一来，我就注意他们这一伙了。我早就去驿站老板那里打听过了，这些突厥人呢，是半个多月前黄河上还有渡船的时候从对岸过来的，来了之后就天天的在这个驿站里面厮混，并不着急赶路，看这意思好像是在等人呢。狄景辉一点头，会不会是在等他们那个什么王子？很有可能啊。如果那把弓真的是这个王子常用的，那么这个王子一定不是个一般的人他一定是个履历惊人的人我刚才拉他那把弓用了全力，才把这个弓给拉圆了。如果这个王子用那个弓，看来这个王子论气力应该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狄景辉先是愣了愣，随即他笑了。气力再大也没用了，反正是咱们明天一早就走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吗？李元芳也乐了。你现在知道多了。李元芳这么一扭头正好看见小孩韩斌坐在旁边，握着刚才自己写字的笔，把自己刚才那写字的纸那没用的给拿过去了，正拿着笔在这个纸上写着什么东西呢。斌儿，你在瞎画什么呢？韩斌正在那写着呢，可能在构思什么，好像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写。突然听李元芳这么一说话，韩斌冲着李元芳一翻白眼，你才瞎画呢，我在给大人爷爷写信呢。什么写信？你写什么信呢？你不是不会写字吗？谁说我不会写字你瞎说。小孩韩斌自尊心受到伤害了，气呼呼的冲着李元芳嚷着。李元芳赶紧探过头去，想看一看韩斌到底在写什么。韩斌立刻的身子往上一扶，就护在纸上，不让李元芳看。李元芳乐了，你又在撒谎，你根本不会写字，否则为什么怕我看呢？韩斌一听，小孩的脸当时涨红了。他想了想，伸手又拿过一张纸来，提起笔来，就在这个纸上端端正正写了3个楷体大字，往这李元芳鼻子底下一送。你看，我会写。李元芳低头一瞧，纸上写的这仨字正是自己的名字，李元芳。李元芳是又惊又喜臭小子，你还真会写字。狄景辉这个时候也凑过脸来，也看了看。怎么着，元芳你不会认为韩斌不会写字吧？李元芳说他原来告诉我他不会写呀，说只会画画呀。狄景辉一听，拿手点指李元芳你呀，你说你是聪明呢还是聪明的笨呢？你真让这个坏小子给骗惨了，他怎么不会写字嫣然在世的时候一直教他写字，
我当时无聊的时候还给他讲过《论语》呢。哎，小子，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教过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啊。韩冰呢朝着狄景辉扮了个鬼脸。李元芳一听啊，哎呀，李元芳笑得直摇脑袋呀，伸手摸了摸韩冰的小脑袋。我说，臭小子，你还骗了我些什么？一块儿都说出来吧。啊！韩冰一本正经的回答，没有了，没有再骗你什么了。我要接着写信了。哥哥，你可不许偷看。说着话，韩冰头往下一埋，又开始写信。李元芳一看韩冰这孩子都在给狄的人写信，李元芳又看了看狄景辉呀，景辉呀，我们出来有1个月了，是不是也给大人去封信呢？狄景辉一听，好啊，那你就写吧。李元芳说，你为什么不写？我没什么好写的，你愿意写你写呀。哎呀，李元芳说，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狄景辉这个时候抱着肩膀朝着韩冰一努嘴，他不正在写吗？既然他在写，我看呢，咱俩呀就甭费这个劲了。李元芳一点头，也好，我觉得挺好的。好嘛，这俩人呢都不愿意写信。韩冰在这里写了半天，总算把这封信呢写完了。叠吧叠吧，刚要交给李元芳，这小手又缩回来了。韩冰又犹豫了。李元芳一看韩冰这个动作，李元芳知道小孩的心思。冰儿，你把这封信呢交给老孙叔去，让老孙叔回洛阳的时候带给大人。我这封你也一起交给老孙吧。说着话，李元芳把自己写的那封信也递给了韩冰。韩冰这才松了口气呀，接过来李元芳的信，蹦蹦跳跳的就跑到老孙和老张的客房里去了。李元芳和狄景辉呢也各自回房整理行李去了，准备明天一早早早的启程，过了黄河，直奔伊布泰。他们都走了，伙计过来把这火盆的炭火给熄灭了，就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柜上，然后这个小伙计也离开了。大堂里一时静下来了，空无一人了。过了那么好半天，这大堂里又来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刚才走的那位领头的突厥大汉。这突厥大汉又走进来了，他一看这堂里没人，转身刚想走，抬头一看呢，发现在那张桌上有一张纸。突厥大汉走过来，把这张纸拿起来，一看纸上写着3个字，李元芳。这大汉呢端详了好一会儿，好像下定决心似的，把这张纸叠起来就揣进了怀中，然后蹑手蹑脚的又退出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一夜无书次日黎明，这天都没有亮的时候，韩冰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给摇晃醒了。冰儿，醒醒，冰儿，醒醒，该走了。这韩冰呢不情愿呢。俗话说得好骑马坐轿不如黎明睡觉尤其是大冬天这么冷的天，这晚上在这热乎乎的被窝里一蒙，多香多美呀！谁愿意出被窝呀？尤其是孩子。这韩冰不情愿呢，几乎都要哭了，死死拉住被角，他就是不愿离开。我再睡一会儿，我再睡一会儿。嘟嘟囔囔的，他不起来，他想不起来，哪有办法呀？摇晃他的正是李元芳。李元芳着急了，一伸手把这韩冰从这被窝里给掏出来了。韩冰眯个眼睛，晃着个身子，
还在那睡呢。李元芳苦笑一声，迅速的帮着韩冰把衣服穿好了。一看穿好了衣服，这小孩韩冰还在那里垂头大着脑，还没醒来呢。李元芳一着急，一掂着韩冰的衣领子，啪，把这韩冰呢给扔到地上去了。韩冰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上，这才醒过来，一咕噜身爬起来一看呢，李元芳已经把最后几件衣物收进行囊了。韩冰赶紧的走过去，拉了拉这李元芳的衣角。李元芳轻轻拍了拍韩冰的肩膀：“冰儿，我们要出发了，赶紧的。”就这样啊，两个人就走到大厅。借差老张已经给他们做得了早点了。吃完热乎乎的早饭，三个人给老孙老张告别，背上了行囊，打开了房门，走出了这皋河驿站。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一走出皋河客栈，踏上那条冰封的黄河，就等于走进了鬼门关。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com。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胜利2年的大年30，当所有的人们还在被窝里头做美梦的时候，还在准备迎接这新的一天的时候，还在准备迎接这除夕佳节的时候，李元芳、狄景辉和韩冰却早早的离开了皋河驿站的大门。把这个大门一打开呀，现在呀，刮了一晚上的寒风居然停止了，四下里是一片寂静。抬头一看，这天非常的低呀，东方的天空都没有泛白呢。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中，这厚厚的积雪看上去灰乎乎的，旁边的树上挂满了冰凌啊！是相当的寒冷啊，寒冷的好像把这空气都给凝冻了。韩冰刚一出门就一缩脖子呀，狄景辉也打了个哆嗦，真冷啊！元芳啊，咱们等天亮了再走不行吗？李元芳啊根本就没看他，就从嘴里蹦出俩字儿：不行。说完这俩字儿，这李元芳才看了看狄景辉，嘲讽地说：据我所知啊，你恐怕已经是这世上最舒服的流放犯了。怎么着，早起赶路不习惯了？狄景辉一听，你这是什么话呀？脸色一变，哼了一声，迈步噔噔噔噔往前急走几步，突然间呢又停下来了，一转身看着仍然留在原地的李元芳，我说李校尉呀，我忘了，我呀是个罪犯，流放犯，还要劳您大驾把我双手给捆上。说着话，噔噔噔他又回来了，把双手往李元芳面前一伸。李元芳一看，李元芳笑了，一伸手把背上背的行囊给卸下来了，往这狄景辉手中一递，给你。狄景辉一愣啊，这什么事呀？我不帮你，咱们没有马呀，你呀就受累背行李吧。狄景辉一听这话乐了，好，我背。说着话把这行李往肩膀上一背，这狄景辉还乐呢，真不错呀，我狄景辉这些天做的新鲜事儿啊，比前半辈子做的都多。李元芳啊，你倒会偷懒的啊，也是，谁让咱是流放犯，您是校尉押解人呢？走喽！说着话，狄景辉呀，迈大步噔噔噔在前面就走。李元芳也不理会，
伸手就牵住了韩冰的手。冰儿，你不是想让我背你吗？来，我背你。说着话，李元芳一用力，就把这韩冰呢给提起来了。韩冰大叫：“哥哥，哥哥！”韩冰那意思呢，我不让你背，但是呢，已经被李元芳拉上背了。哎呦，韩冰可高兴坏了，美紧紧地搂住李元芳的脖子，兴奋的简直不知所以了。就这么着，三个人沿着铺满积雪的曲折小道往前行走。这一路上谁也不再说话了，天太冷了，嘴都懒得张了。这个时候天色依然昏暗，只能看清楚前方不远的道路，脚踏在雪上发出嘎吱嘎吱清脆的声响。除此之外，也只有那些细小的冰凌从这树枝上折断时的微微弱声。周围呀，还是那么的静。韩冰牢牢地贴在李元芳的后背上，还真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呀。在李元芳背上这么一颠簸，颠的这小孩啊，本来就没睡醒，这个时候啊，又把他颠的呀，就像喝了酒似的，迷迷糊糊，快要进入梦境了。哎呀，这个美呀，这个幸福啊，就甭提了。韩冰这个时候啊还小，当时还不知道，就这个早晨的印象对他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直到很多年之后，他都能够无比清晰地回忆起此情此景，并再一次亲切地感受到这份令他终生难忘的温暖、坚定和力量。这天呐，越走越亮了，但是面前又升起了淡淡的雾气，白茫茫的大雾越来越浓，刚刚能看得远一些的道路很快的又被笼上了厚重的白纱。前路依然茫茫，因为脚下的积雪很深，他们走得十分吃力呀，一脚深一脚浅。虽然天气冰寒刺骨，但一个多时辰走下来，李元芳和狄景辉走的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了，呼出的水汽都混入到了雾气当中，眼前愈发是模糊一片的。放眼望去，四周不变方向是雪白一片的，那真是有词为证：地冻天寒，冷气刺骨炎，树上冰凌一串串，寒气雾霾浑然，雪深路滑难行，阴暗灰白苍穹，三人相依行走，仍需漫漫长征。哎呀，狄景辉忍不住开口了，这还要多久才能走到黄河岸呢？离黄河岸有那么远吗？元芳啊，咱们没走错路吧？李元芳摇摇头啊。你看，李元芳用头这么一摆，狄景辉往后一看，哟，这一直阴暗的天上面出了那么一个小亮圈儿，什么呢？太阳。虽说太阳出来了，但仍然是阴霾沉沉的。李元芳说，太阳在我们后边，方向肯定是对的，只是这个雪地难走，我们走了这么久，其实啊没走出太远去，大概还要再走上个2个多时辰才能到吧。狄景辉一听还有那么远呢，歇了吧，我要歇歇，我走不动了。说着话，狄景辉把行李咕咚一声扔到地上，哎呀，大口的喘着粗气。李元芳这个时候也停下脚步，把这韩冰也放下来了。歇一会儿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忘了，你我现在浑身是汗，歇下来反倒是会冷的，小心别着凉了，可别像那老孙似的。
哎呀，行了行了，歇一会儿就走，好吧？哎呀，早晨吃的面条啊，现在全都消化没了。这狄景辉呀，嘟嘟囔囔的。李元芳也乐了，伸手打开行囊，从里边呢拿出来几个冻得硬邦邦的糊饼来，就递给狄景辉和韩冰。饿了就吃吧。狄景辉一看呢，糊饼用手一摸，好嘛，跟冰筷子也差不多少，又干又硬，冷冰冰的，掰了一块往嘴里一放，哎呀，实难下咽。狄景辉皱着眉头咬了2口，嚼了嚼，一赌气把这糊饼往地上一扔。行了，哎呀，这什么东西那么难吃啊？哎呀，简直是活受罪呀！李元芳哈腰把这糊饼捡起来，拍了拍糊饼上面沾的血。再往前走啊，恐怕连这东西咱都不容易吃到了啊！狄景辉看了看李元芳，怎么可能啊？你可别吓唬我呀！山珍海味我是不想了，但像这出肉的果腹之食，还怕没有啊？李元芳啊也不搭理他，回头一看韩冰，这韩冰挺饿的，你别看在李元芳身上背着，这一路上这么一颠簸呀，肚里那点神啊全没了。韩冰早晨起来呢，迷了巴嘟没睡醒，所以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早饭没吃那么多，现在真饿了，嚼着那个糊饼嘎吱嘎吱的，挺香的，但是李元芳一看咽的也很吃力，太干了。李元芳呢就走到路边的一棵大松树前，伸手从这树枝上抓了一把雪，抓在手中，又走回来递给韩冰。冰儿，你没吃过雪吧？试试看。啊？韩冰一看吃雪，韩冰呢好奇的把这李元芳手中的雪团啊就给接过来了，捧到嘴边舔了舔，凉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张开大嘴咬了一口，哎呀，好凉好凉啊！哥哥，我的肚子都冻住了。李元芳笑了，我喜欢雪的味道啊。小的时候我在西北，冬天我很少喝水的，只吃雪呀。狄景辉在一旁站着，一听我也试试，他也跑这个树枝上抓了一把雪，送到嘴里。你可别说，还真好吃。这里边呢还有一股松香味儿，好吃。说着嘎吱嘎吱，他又咬了2口。元芳啊，我倒是听说过呀，有一些风雅人士啊，到了冬天下雪的天，专门的积攒这松枝上梅花上的雪水，用来煎水煮茶。据说用这雪水煮出来的茶气味清雅淡远，特别的能陪衬茶香的。今天一吃啊，等有机会了我也积攒一点。李元芳听着瞥了狄景辉一眼，西北干旱，冬天吃雪呀是为了解渴，可没你说的那么风呀。狄景辉呀笑着一点头啊，李元芳啊，你小的时候看来在西北过得挺滋润的。什么时候跟我说说你家里干什么的，怎么养出了一个你这么奇怪的人物来呀？后来又怎么和我爹混到一处去的？回头给我讲讲。李元芳眉头一皱啊，这个嘛怎么回事？没什么可说的。行，狄景辉说你现在不说呀，以后再告诉我吧。李元芳这个时候拍了拍韩冰的肩膀，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就这么着，3个人呢又往前走了很久。这个雾气呀慢慢的散去了，可是天空啊还是阴沉沉的，刚才露了一下头的太阳现在又被乌云呐不知道遮哪去了。但是周围已经十分明亮了，远方的群山
也已经清晰可辨。就见那黑黄的山脊上点缀着一块又一块灰灰白白的积雪和霜冻，显得既肃杀又凄凉。抬眼往远处看去，面前的道路高低起伏，仍然看不到尽头。李元芳往前走着走着，停下脚步，让韩冰替自己擦了擦额头上滴下的汗珠，又往四下眺望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应该就快到了。狄景辉这个时候也抹了把汗，哎呀，咱们都走了3个时辰了吧，已经到了正午了。李元芳一点头，是啊，所以我才要这么早就出发呀。在黄河上我们还要走2个多时辰，不抓紧的话，还没到对岸天就该黑了。天黑了在河上可危险的很呐。说着话，李元芳往前面一抬嘴巴，我估计翻过前面那道山坡，咱们就能看见黄河了。冰儿，你想不想第一个看见呢？韩冰在李元芳背上喊了一声：我想。李元芳探手伸到颈后，抓着韩冰2个胳膊往上一提，唰就把韩冰提起来了。韩冰顺势就骑到李元芳的肩膀头上了。李元芳大声喊呐：冰儿，你仔细看呐，一看见黄河你就告诉我们。好吧好吧，这韩冰可乐坏了，梗着小脖，扬着小脸，瞪着小眼儿，就看着远方。就这样，李元芳和狄景辉加快脚步，奋力攀上了前面的山岗。韩冰拼命地睁大眼睛，努力往前方搜索着。等到大家伙登上了山岗最高处的时候，哎呀，韩冰在这李元芳肩膀头上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呢。怎么突然间前面一条蜿蜒的大道在群山中出现，宛如刀劈斧凿一般，将周围的山势猛然隔开。阴云密布的天空整个的覆盖在了群山之上，暗淡荒凉的天地之间，只有这条雄伟的大道闪耀着深邃森严的银光。小孩韩冰先是愣了愣，随即大叫起来：哥哥哥哥，我看见了一条大路闪光的。李元芳一听李元芳笑了：傻小子，什么闪光大路啊？那就是黄河呀！韩冰拼命的往前伸着脖子，他终于看明白了。哎呀，黄河就在眼前了。但是此时此刻的黄河并没有夹杂着泥沙的黄色波涛，也没有汹涌澎湃的响声，只有平静而宽阔的冰面在天空之下静静地铺开。此情此景真应了主席的那首词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看过没有冬天的冰封黄河，那更加的壮观，那是一种在沉寂当中孕育着巨大能量的景象。3个人看了一会儿，不敢多耽搁，沿着山坡又疾行而下。没过多久，3个人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来到近处一看这个冰面并不像在山上远观那么平整，而是能够隐隐约约地呈现波涛起伏的纹理。岸边的冰凌冰柱更是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形状十分狰狞啊。这里的温度
好像比别处更低了。放眼望去，周围根本的看不到半点人迹，目力所及的整个岸边也只有他们这2大1小3个人了，好像这3个人呐被整个世界遗弃在这里似的。狄景辉左顾右盼了一番，乐了，这可真够清静的。怎么就咱们3个渡河呢？李元芳淡淡的说呀，你别忘了，今天是除夕呀，大家都在家里过年，谁还来过河呀？哎呀，对了，我真是忘了，你看明天就是胜利3年的元正了。哎呀，也是啊，除了我这等流放犯被逼无奈，今天这种日子还有什么人会跑过来渡河呢？不过也好啊，逢此佳节能够亲近这旷世绝伦之冰河盛景，倒是难得的很呐。是不是元芳？李元芳没理他，抬头看了看天。李元芳一看天呐，皱起眉头来了。天气不好啊，似乎要有暴风雪呀。李元芳想了想，咱们呐赶紧抓紧时间吧，我估计风雪没有那么快来，咱们只要赶在傍晚之前过到对岸就行了。有风雪呀，那赶快走吧。就这样，李元芳又从行囊中取出干硬的糊饼，3个人呢又就着雪水吃了个饱。狄景辉吃完了迈步就想走，李元芳一把把他又拽回来了。狄景辉说，你拽我干嘛呀？李元芳呢没理他，从行囊中抽出几根早就准备好的布条递给狄景辉，把这布条绑在靴子上，走在冰上就不容易滑倒了。是吗？狄景辉一听非常惊喜呀。我说元芳啊，你常走冰啊，怎么那么有经验呢？李元芳蹲下身子，给这韩冰的鞋上绑上布条，一边绑一边回答呀，在塞外从军，什么事情没遇到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说着话给这韩冰绑好了，然后李元芳又给自己的靴子绑好布条，大家这才站起来，在路边的冰洞处先试了试，果然呢能站得很稳，走的时候也基本不打滑了，摩擦力增大了嘛。韩冰呐可高兴了，兴奋的又蹦又跳，过河喽，肉啪，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个大跟斗。李元芳、狄景辉呢都乐了。这个时候李元芳又从行囊中拿出一盘长长的麻绳来，然后开始麻利的重新打行李。他把钱、把文牒和食物装成一个小包，其余的都打在一起。李元芳呢把这个小包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一看，一挑眉毛，怎么呢？看不起我呀？给我背小包袱啊？李元芳说呀，你比我重，就背轻点的，免得分量太沉，把这冰踩碎了。你说这我就明白了。狄景辉呀微笑着就把小包袱背上来了。李元芳呢又把那盘麻绳解开。这冰面呢虽然看上去很厚，但是黄河流水湍急，处处漩涡，所以各个地方的冰冻程度都不相同啊。咱们可一定要多加小心。从现在开始，我走在最前面，冰儿走在中间，景辉你断后，每个人之间隔开30步的距离，互相间用这条绳子牵着，这样即使有人不慎踩碎冰面，另外2个人联合也能把他救起来。一定要保持远近，绳子一定不能拉得太紧，要不松不紧才好。说着话，李元芳把绳子给大家系好，率先纵身一跳，就落到了冰面之上。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狄景辉和韩冰
来到黄河岸边呢。这个时候的黄河已经被冻住了，大河上下顿时滔滔，整条黄河变成了一条冰河呀，远远望去就像一条银龙相仿。李元芳他们要从黄河南岸走到黄河北岸，这中间呢，这距离可不小啊。这黄河是不是全部被冻住了？是不是冻得结结实实？这谁都不敢保证啊。由于黄河在平常波涛汹涌，有很多的漩涡，所以黄河之上虽说被冰封了，但是冰封的程度它都不尽相同啊。有的地方可能冰冻3尺，别说是人了，就是坦克车都能开。但是也有些地方冰层非常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踏破冰面，坠入黄河，掉到冰窟窿里头去。那掉进去，你想这么冷的天，掉到黄河之中，九死一生啊。所以为防万一，李元芳啊拿出一条麻绳来，用这条麻绳把3个人呢串成一串。这条绳子不松不紧，3个人一条线往对岸走，那不能并排走，分前中后。这样一来，就算有一个人在渡河过程中遇到危险，掉到冰窟窿里头，那其他2人都可以及时相救。这就是李元芳啊久在西北，经验丰富。拴好了之后，李元芳纵身一跃，轻轻的就落到了冰面之上。一回身，刚把这韩冰抱下来，狄景辉也顺着岸边的斜坡滑到河面上来了。3个人呢并肩站在这辽阔的冰面之上，极目远眺啊。一看呢，对岸的山峰在严冬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丝丝凉意从脚底板往上升啊。转眼之间，你就觉得五脏六腑连骨头里边都是寒气，浑身的血液好像一下子就被冻得不能流动了。李元芳再次抬头往远方的天空看了看，就见天际边黑云密布，阴霾重重啊。李元芳心说不好啊，看来一场暴风雪即将到来了。李元芳扭头看了看韩冰，微微一笑：冰儿，你怕不怕？韩冰看看他，眨巴眨巴眼睛：哥哥，我不怕。好孩子。李元芳一条大拇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了。我先走，你先站着，等我叫你，你再走，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李元芳吩咐完毕之后，领着头就朝河对岸走去。李元芳往前走了30步远，李元芳呢转过身来，这才朝韩冰喊：冰儿，开始走。哎，韩冰大声答应着，也迈开步子朝前走起来。等着韩冰走了一段路之后，李元芳又叫狄景辉跟上。就这么着，这3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3人纵队，然后就在这银盆一样的河面上向前缓缓地移动起来。哎呀，这一幅风景啊，不知道应该用美，还是应该用壮观，还是应该用悲凉，用哪种形容词来形容啊？就见辽阔的苍穹之下，横亘的冰河之上，
两大一小三个人简直就像三只小小的蚂蚁似的，脆弱渺小的，仿佛一阵疾风都能把它吹倒了，刮散了。但是呢，却又偏偏走得那么坚定，走得那么豪迈，而且呢，还带着一股天真的勇气呀。这黄河之上，这冰面呢不好走啊，它还不像上午走的那雪地。这雪虽然滑，但毕竟雪还有一定的摩擦力。这河面之上啊，这要比走整个上午的雪路，这脚底下要使出更多的力气。因为你只有增加脚底板跟着冰和河面之间的摩擦力，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踏实的向前走。否则的话，稍不留神，直溜啪就摔他一个大马趴。哎呀，就这么着，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韩冰小孩啊就摔了好几跤啊。狄景辉也不能幸免，只有李元芳啊还稳稳的在前面带着路。好在这韩冰和狄景辉摔的都不重，而且呢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很快的积累了一些经验，拿捏住了应该用多大力。逐渐的这两人呢也不再摔跤了，但是呢走的实在是不轻松啊。走那么一会儿，浑身这汗呢就出来了，每个人呢都能够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而且是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就这么往前呢，大约走了半个多时辰，回头一看，哎呦，已经看不到了自己出发的岸边了。这岸边已经被浓浓的大雾给盖住了。李元芳一看，这走得太累了，要这么走下去，这人更累呀，怎么办呢？干体力活的时候，最好啊在这精神上能有一种打气的这东西存在。要么说这个文艺作品呢，那非常有力量啊。想当年春秋时期，齐桓公兴兵北伐山戎的时候，行至孤竹，就是今天的河北卢龙那境内，就见前面呢山峦起伏，怪石嵯峨，人马难行啊。将士们也精疲力尽，怨言四起，军心涣散，走不动了，太累了，怎么办呢？当时相国管仲就做了上山歌和下山歌，让士兵们一边走一边唱歌。这歌词啊是激昂有力啊。这些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推着拉着这些军需辎重，一边高昂的唱着歌，你唱我和，轮转如飞，终于越过高山。齐桓公呢登高观其上下之势，非常高兴的冲着管仲一挑大拇哥，说了一句话：寡人今日之人力可以歌曲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才知道，闹了半天这歌曲可以让人使力气，人力可以歌曲也。李元芳读书不多，但是李元芳呢那也是劳动者出身的。原来在西北当兵的时候，干苦力的时候，大家经常歌唱。这么一唱歌，精神这么一放松，再干起活来呀就没那么累了。今天行走在冰河之上，这么疲惫，三个人呢越走越累。李元芳啊就想起这么一招，回头冲着狄景辉喊了一嗓子：狄景辉狄景辉正走得累呢，怎么着，你不是对这个诗词歌赋都听懂吗？有没有说黄河的诗词歌赋啊？
大声的念几句给我们听听吧。好。狄景辉这个时候也恍然大悟，是啊，这么闷头赶路，我都快睡着了。你等我想想。哎呀，说黄河的，有了。狄景辉呀，那毕竟饱读诗书啊，突然想起来了，晋朝成功隋有那么一篇歌颂黄河的赋作，名字就叫做《大河赋》。我不妨把这大河赋给大家念一念，这样一来给大家鼓鼓劲儿，让大家精神放松，行走轻松。想到这里，就听着狄景辉高声的把这成功隋的大河赋吟诵起来。览百川之洪壮兮，莫上美与黄河。见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登龙门而南游兮，夫华阴于曲阿。砥柱而击湍兮，玉落而扬波。体尾夷于后土兮，配凌汉于穹苍。贯中夏之积淀兮，经朔敌之霞荒。历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晋之南乡。秦自西而其壤兮，其据东而化江。因图射而求固，为千疾而随强。照绝流而却位，迎引沟而灭梁。此先者之忧叹，河水得之难量。这狄景辉朗诵的是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就听见这赋句袅袅不绝，飘荡在这群山之间。果然一吟诵着赋句，人们精神为之一振这身上感觉的疲劳就没那么累了。就这么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他们已经走到了这冰河的最中心。李元芳一边走一边抬头一看头顶上的乌云越来越浓密，越来越低，而且这风开始刮起来了。如鬼哭狼嚎一般。李元芳紧锁双眉举目远眺，对岸黑乎乎的一片，根本无法辨别但是感觉上离的距离不太远了。李元芳咬了咬牙关，回头朝身后的两个人大声喊道：赶快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要加快些走，离对岸不是很远了，快！就听见韩冰和狄景辉在后面回答两声。这李元芳立刻加快脚步，往前这么一走，冰面上的风是越来越大了。很快就席卷着这河面之上雪珠一样的威力朝他们袭来。这些雪是这些天下的，在这河面上经过这北风这么一吹，都冻成冰凌了，打在脸上生疼而且眼睛都被这风刮得几乎睁不开了。李元芳现在几乎都已经跑起来了，韩冰和狄景辉也尽力的跟着李元芳飞快的往前赶。现在三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白，必须要趁着真正的暴风雪到来之前上岸，否则这一切都难说了都。好在对岸已经近在眼前，而且脚下的冰面也变得粗糙起来，没刚才那么滑了。这上面夹杂着被风刮来的泥沙还有灰石，反而比刚才在河中央的路要好走得多了。于是他们
就在狂风中奋力向前呐，往前跑，终于呀，来到了一处怪石嶙峋的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是个滩涂，只要穿过这片冰沙石泥混杂的地方，那就是陡峭的河岸了。哎呀，胜利在望啊！李元芳啊，就在这片滩涂前停住脚步，等了一等，很快的韩冰、狄景辉气喘吁吁的赶过来了。三个人呢，胜利会师。李元芳一伸手，先把在暴风中被吹得摇摇晃晃的韩冰护到了怀中，然后又看了看喘着粗气的狄景辉。李元芳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就剩下最后一个难关了，这河岸太陡了，而且很滑，必须我先上去，再拉你和冰儿上去，明白吗？明白吗？这位说都离那么近了，值当的扯着嗓子喊吗？用那么大声音吗？听不见了。怎么现在这个狂风吹的呀，根本都听不到东西了。不扯着嗓子喊，这声音往外这么一出，呜的一下子就被风吹跑了，根本传不到对方的耳朵眼里。就这么喊，其他两人呢还得仔细听呢。好，我们明白，我们等你。狄景辉呀也得提高声音回答。就这样，李元芳把韩冰送到狄景辉身前，又把那条长绳子重新盘好了，往着肩上一背。再看这李元芳就在这怪石中疾步奔跑起来。现在呀，哎呦，这个天哪，阴沉的就像夜幕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暴雪已经下下来了，风雪狂暴的呼啸着。李元芳的身形快似狸猫，急如闪电，几个跨步就已经跃上了2-3丈高的陡崖。李元芳啊，紧紧地攀住河岸边波涛状的冰柱，是奋力纵身呐，一下子翻上了河岸。站在怪石滩上的狄景辉眯着眼睛，竭力地向这个河岸上望，看着李元芳跃上了河岸就没影了。哎呦，李元芳跑哪去了？等了一小会儿，终于看见李元芳又探出头来了。哎呀，狄景辉顿时心中狂喜呀。这个时候，李元芳把长绳抛下来，抛给狄景辉。狄景辉把绳子拾起来，牢牢地系在了韩冰的腰间，然后蹬了蹬绳子，冲着李元芳一点头，好了。再看李元芳双臂一较劲，几下子把这韩冰呢就给提上去了。紧接着啪嗒，长绳子再次垂下。狄景辉这一次把自己给绑好了，朝上边喊：李元芳啊，我告诉你，我可比较沉呐，你用点力拉啊。李元芳没言语，低头把绳子在自己腰间也绕了几圈，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运了运力，知道狄景辉这2年呢养尊处优，这身子呀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李元芳运了运力，牢牢地握紧了绳索，双臂猛震，一下一下稳稳当当的把这狄景辉也提到了岸边。随后一伸手，啪，握住狄景辉的手，你上来吧。狄景辉顺势歘翻过岸边，扑通一声仰倒在岸边的雪地上了。哎呀，狄景辉呀拼命的喘了几口气呀，随之是迎着狂风高声大笑啊！哎呀，真痛快呀，真痛快呀！这辈子过得最痛快的除夕就是今天呐！笑着笑着呢，
狄景辉发现李元芳也坐在一边，急促地喘息着。狄景辉拍了拍李元芳的背：“累坏了吧？总算过来了。行，一条大拇哥，还是你厉害呀！哎呀，可叹呐，我这些日子都让你这小气的校尉管着，没吃好，没喝好，瘦了不少啊！哎，李元芳啊，你是不是早就盘算到有今天了啊？所以你才让我减肥的。”哼，李元芳啊也乐了，但是不说话，把韩冰搂到身边，替着韩冰挡住狂风。等三个人这呼吸稍稍的平稳了一些，李元芳这才说话：“还没完呢，得赶紧找个地方住下。这场暴风雪一定非常厉害，这要是没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这一晚上就得冻死在野外呀。”狄景辉一听这话，一跃而起呀，一扬手：“走！说走就走，要一鼓作气啊！现在我要是歇下了，大概呀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可不愿意冻死，我还盼望着看西域的大漠烽烟呢。走啊！”他的革命情怀特高。李元芳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重新把韩冰背在身后。狄景辉左右开弓，提起2个包袱，开步就走。李元芳朝他喊呀：“哎，别走别走，还有绳子呢，也带上啊！”狄景辉扭头一看，哎呀，都过来了，还要他干什么呢？头也不回的继续朝前走。李元芳摇摇头啊，没有办法，哈腰捡起绳索，抬手递给韩冰，让韩冰帮着挂在自己肩上。然后三人顶风冒雪，沿河岸的西侧往前行进。哎呀，眼前呐都是飞沙走石，夹杂着雪粒冰珠，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只能凭借着感觉往前走。就这么着，往前刚走了一小段，李元芳突然间停下脚步，问前面的狄景辉：“你听到什么声响了没有？”狄景辉这个时候也一皱眉呀，好像有什么声音从风里传过来的。两个人这个时候侧耳倾听，哎呦，就听见一声凄厉的嘶叫混杂在凛冽的风中，听得不十分清晰呀，但是令人毛骨悚然，惨绝悲亢。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狄景辉和韩冰三人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走到了黄河对岸。哎呀，三个人呐松了一口气，是真高兴，但是还得抓紧时间往前赶路啊！暴风雪马上就要到了，于是三个人急急忙忙往前行走。刚走了一小段，李元芳、狄景辉把脚步停下来了。怎么，两个人呢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声音呢好像是从风里传过来似的。什么声音呢？两个人赶紧的屏气凝神，侧耳倾听。这么一听啊，哟，就听见一声凄厉的嘶叫混杂在凛冽的风中。这个声音呢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呢。紧接着又是一声，随后又是一声，是一声接一声，惨绝悲亢。开始没听清啊，后来次数多了，逐渐的能够辨别这个声音了。就听见这个声音呢，狄景辉一听，可把狄景辉吓坏了。哎呀，这到底是什么声音？这听起来不像人声啊！李元芳这个时候声音非常低沉，不是人，是马啊！狄景辉一听，马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叫声呢？
李元芳紧锁双眉呀，没错，是马，而且是非常稀有的突厥良马赤乌驹。狄景辉更纳闷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西域从军的时候见识过这种马。这种马呀，外形与一般的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奔跑起来速度奇快，而且耐力惊人呢，是不可多得的神马良驹。这种马要价就能达上千斤呢，可又不容易被识别，所以很少有机会看到。而且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在遇到危难之时会发出惨烈无比的叫声。李元芳说着，唰，身形一转，就把这个身子扭向了黄河岸边。听这个声音好像是来自河上啊。狄景辉也努力的辨别着，把头一点呢，对呀，是顺风刮过来的，应该是在咱们上岸的那个地方的北侧。李元芳这个时候低沉的哼了一声，抿了抿双唇。这种神驹绝不会独自出现，他一定是跟随主人出来，而他这样嘶鸣，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不行，我得去看看啊！狄景辉闻听大吃一惊啊！这不行！狄景辉想拦着，但是呢，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瞪着李元芳在那里发呆。李元芳一看狄景辉这个神情，李元芳淡淡一笑吧，要不你带着斌儿留在此地等我。韩冰一听，韩冰不干，我不，哥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和你在一起。狄景辉呢，把脚一跺，李元芳啊，李元芳，我算发现了，我打从遇见你呀，我就开始倒霉，我就没好时候。得了，要去啊，一起去。我今天呢，舍命陪君子，豁出去，走吧。李元芳一看大家伙都支持自己，李元芳把头一点，转身迎着狂风就走。韩冰在这李元芳的背上被这风吹得直打晃啊，用全身的力气抱紧了李元芳的脖子，把脑袋深深的埋在李元芳的脖窝里边。就这样，三个人呢，在这狂风中挣扎着，搏斗着，极其艰难的再次靠近河岸，而且呢，往北而去。往北这么一走，这马的嘶叫声啊，听的是越来越清晰了。再往前走啊，这个地方河岸的形状和他们刚才上岸的地方有了很大的不同啊。陡峭的岸壁慢慢的变得平缓起来，逐步形成了一大片光滑如镜的斜坡，从这个堆满积雪的泥地开始，一直延伸到广阔的河面。这个地方非常难走啊。李元芳和狄景辉竭尽全力，靠着泥地的边儿，小心翼翼的往前行走。一不小心呢，一旦踏上斜坡，直溜一下子就会滑到黄河上的冰面上去。想从这黄河上冰面再沿到这个大滑坡爬上岸，根本不可能啊，所以非常小心。走啊走啊，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李元芳猛地一扯身边的狄景辉，狄景辉啊，顺着李元芳的手指方向往前这么一看，就发现了在前面不远处有个斜坡，斜坡最下端的冰面之上，果然有一匹通体黑色的高头大马。这匹马呀，一般的马头至尾长丈2，
蹄子背高8尺，这是饱满量据。这匹马头至尾长1丈3，蹄子背得高9尺，比一般的宝马还要大出1号去。可是这匹马现在横躺在冰面之上，在那里一边躺着，一边轮番着踢着4个蹄子，显然呢不知道这匹马是怎么倒下的，可能滑倒的吧，正在冰面之上竭尽全力的想要站起来，所以这才不时的仰天长啸，发出几近绝望的嘶吼。他们听到的叫声就是这匹马的嘶鸣声啊！哎呀，这果然有匹马呀，这有马，这一定有人呐，这人呢？狄景辉抬头再往前瞧了瞧，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因为狄景辉看到离那匹马100来步远的冰面之上破了一个大大的冰窟窿。这冰窟窿啊不是很可怕，在这个冰窟窿里头噼里啪啦，有人在里边不停的挣扎沉浮啊！有人落难了，掉进黄河冰窟窿里了。哎呦，就这大冷的天啊，甭说淹着淹不着，就这个水的温度，你掉进去估计呀1分钟你都失去活力了，全身抽筋了，都冻成冰棍了。这谁呀？李元芳和狄景辉互相的看了一眼，两个人面色都非常的沉峻，因为他们现在呢都能够判断出这个局面的危险性有多大呀。但是你遇见了，鸡来了，看到人在冰窟窿里头，那不能不救啊，怎能见死不救啊？哎呀，容不得想那么多了，救人呐，救人如救火。狄景辉轻声的问了一句：怎么办？李元芳紧锁双眉，默默的思考了半天，一伸手把这冰眼从背上给卸下来，对着狄景辉说：你管好冰眼，我过去看看。李元芳啊看了看手中的长绳，心说话幸亏没把它扔了呀，然后抬眼又目测了一下冰窟窿的距离。李元芳就把这绳子的一头交到狄景辉手里，吩咐狄景辉：你去找一个结实的地方把它系好了。哎，放心吧。狄景辉接过绳子头，转身找了一块大石头，把这绳子就系石头上了。这边李元芳啊轻点足尖，噌跳下斜坡。这个斜坡的面积很大，李元芳在上面噌噌噌几个腾跃，这才落到了斜坡的最底端。还好啊，这李元芳的功夫好，哎，这要一般的人呢，直溜的一下子就滑下去了。李元芳啊虽然能够控制住身体，没有一溜而下，但落地的那一刹那，还是在平坦的冰面上划出不少距离。岸边的狄景辉和韩冰看着这颗心呐，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刚要惊呼，这李元芳已经稳住身形了，而且立刻已经从这冰面上站起来了。但是呢，站得非常小心，不敢大用力。为什么？因为李元芳往这一落，他就发现这一片的冰层啊是又薄又脆，他要不薄脆的话，他就不可能烂出一个大冰窟窿来，而且以这个冰窟窿为中心，往四周破碎出了若干条曲折的裂痕。很明显呐，只要稍有大意，这每条裂痕呐都可能一瞬间破成大块的碎冰啊！别说救人了，自己也得掉下去。李元芳啊提着气，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向着冰窟窿靠近。往前走了没几步，
在那个冰窟窿里翻腾的人呢，已经发现李元芳了。哎呦，这个人一看李元芳，心中高兴啊，可算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了，赶紧张开嘴想喊着什么，但是呢，这舌头根本都不听使唤了，都冻住了，说不出成句的话呀。李元芳就听见断断续续的声音：“快，先救，先救！”先救！这人一边说着先救，一边艰难地转动着身体。李元芳一看这人干嘛呢？啊，往外爬呀！哎呦，仔细一看呢，这个人呐，好像在这个冰水里拖着一个什么东西。李元芳看着往前走着，离这个冰窟窿可就越来越近了。等到来到近前，这么一仔细看，哎呦，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呢，那个人拖动的是一个人，但是现在呀，看不清楚这个人是死是活呀，整个躯体僵硬，完全没有丝毫动作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一个人先掉下去的，另外一个人救那个人呢，还是两个人一起掉下去的？李元芳现在呢，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已经挪到了冰窟窿旁边了。李元芳探身子就朝水中那个人伸出手，一边伸手一边大声喊：“快抓住我，抓住我！”哪知道那个人呐，朝李元芳猛烈地摇着头，一边摇头一边笨拙地滑动手臂，努力向着李元芳方向靠近，另外一只手仍然拖着那个一动不动的人呢。哎呀，李元芳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个人呢，是想先救出手里拖着这个已然昏迷的人，然后自己再上岸。看来呀，可能那个人先落的水，或者是不识水性，现在已经昏迷了。这个人呢，好歹的在水里还能扑腾，看来没有那个在水中昏迷的人危险，所以得先救那个昏迷者，再救此人呢。李元芳想到这里，不由得对现在在水中救人的这个人产生一种钦佩呀。在这个生死关头，能先把生还的最大可能性让给别人，这个人的品格那就了不得。但现在呀，那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李元芳跪在冰窟窿旁，这个时候那冰水中的那个人呢，也已经艰难的划水过来了，一边过来，这口里仍然断断续续的在叫：“救他，救他！”李元芳冲他一点头：“你再靠近些，我来了，你靠近些，靠近些。”李元芳啊，把自己的双手伸出去了。这个时候那个人已经靠得很近了，李元芳探肩膀伸双手，啪就抓住了那个已经被冻僵了的人的两只肩膀，然后用足力气把这个人的身体提出冰水。水中的那个人呢，也卖力气的帮着在下面拖着。就这样一个拉一个拖，眼看着就要把这个人带出水面了。可就在李元芳把那个人放上冰面的那一刹那，这一块大冰，咱说了，烂个大窟窿，往外放射着很多的裂痕，尤其在这个冰窟窿的周围，这些冰层那更是薄脆呀。往上一带，这个人往冰上一趴，这一大块冰可承受不了这个重量啊！耳轮中就听见咔一声脆响，这个人身下的那块冰啊，猛然间破裂开来了。李元芳这是反应的快呀，一听响不好，咕噜，他先轱辘出去了，往旁边一轱辘，他没掉下去。但是刚才被救上来的那个人呢，咚，
再度的没入到了大冰窟窿里头。这一次的冰窟窿比刚才还大，怎么这又碎下去一块呀？再说李元芳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子滚出丈八远，这才稳住身体呀。哎呀，好险好险！李元芳再次从冰面上站起来，急促的喘息着，牙关咬得嘎吱吱吱响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冰层太薄了，禁不住重量啊，这人怎么救出来呀？哎呀，时间就是生命啊，耽误一会儿可能那人就完了。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别急别急，李元芳啊，竭尽全力的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忙中出错呀，不能着急，越遇到危险越得沉着冷静。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把自己头脑冷静下来，然后再飞快的思索着对策。哎呀，确实太难了，前面的冰面又滑又脆，根本没有可着力之处啊！即便是自己这么好的武艺，那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地方腾空而起啊！那更别说再带上一个全身泡满冰水已尽僵硬的人了。哎呀，怎么办呢？再看一看那冰水里的两个人呐，还在那里沉沉浮浮呢。那个没被冻僵的人还在那里呜啊啊的叫着，现在叫什么都已经听不清了，口齿比刚才那更加的不清晰了，根本听不出在叫什么。手臂虽然还能在水面上摆动，但看这个力量，看这个速度也都在减缓呀。而且这个人呐，在这冰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外边又这么寒冷，头发上眉毛上都已经结了冰了，好像是个冰人在那里拖着另外一个冰人似的，根本看不出本来的面貌了。哎呀，很明显呐，要是再不把这两个人迅速的救上岸，恐怕无一能够幸免，即便不被淹死，也会被很快的冻死的。这事态太紧急了，来不及多想了。李元芳决定再试一试。他试探着再次来到靠近冰窟窿的地方，对水中的人唰把手上的绳索抛过去了，大声的喊：你先想办法用绳索把他缠住，我再拉他。水中这个人听完，朝着李元芳大喊了一声：喊什么呢？听不明白了，但是呢，那个意思就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人呢，接过李元芳抛过来的绳索，几下子就绕在那个昏迷人的腰间了，然后又缓缓地把这个人的身体推向冰窟窿的一侧，紧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昏迷的人的上半身也拖上冰面。李元芳两眼瞪得溜圆呢，连眨巴都不敢眨巴了。李元芳看的是真而切真呢。就在这个昏迷之人的身体碰到冰面的那一瞬间，李元芳这个一较劲，已经收紧了绳索，随着那个身体浮上冰面的速度不紧不慢地牵引着绳子，尽量的让那个人的身体以最和缓的力度接触到冰面，千万别再把这块冰面给压塌下去了。眼看着那个硬邦邦的人体慢慢的平放在了冰面之上，李元芳现在高度紧张啊，他屏住呼吸，轻轻的扯动绳索，就见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被拉离了冰窟窿，慢慢的冰层是再度破裂，砰！这个人的身体又一次没入冰水当中。哎呀，李元芳是又急又急呀！怎么现在除了急就是急呀？
他及河岸上的狄景辉和韩冰看得浑身都冒出汗了。他们现在绝望地看着冰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就见李元芳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冰水，突然间他一咬牙关，转过身来，对着狄景辉高声喊了一嗓子：狄景辉，你抓紧绳子，准备把我们全部拉上去。哎！狄景辉大声答应一声，用尽全力拉住绳子。但是他还不明白李元芳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正在疑惑之际，就见李元芳双脚一用力，突然间猛踏冰面，然后朝岸边的斜坡疾步奔跑。这冰面随着李元芳的脚步大块裂开了。就在李元芳跑到斜坡那一刹那，身后的冰已然全部裂开，李元芳扑通一声，这没入冰河。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在冰河之上遇到了2个落难之人，都掉进了大冰窟窿里头。其中有一个昏迷不醒，另外一个看那个意思，这气力也越来越不足，尤其是这冰天雪地呀，太寒冷了。时间再耽搁下去，恐怕这2条人命全部得冻死在里边。李元芳连救了2次，无奈这一带的冰层十分的薄脆，救了2次都没能成功啊。最后李元芳没有办法，紧咬牙关，下定决心，脚下一使力，猛然间李元芳脚踏冰面，疾步的朝着斜坡奔跑。随着李元芳这一跑，就见李元芳身后大块的冰裂开落下去。在李元芳跑到斜坡那一刹那，身后的冰已然全部碎开了，开出了一条冰水混杂的通道。这通道也开了，李元芳咚一下子也没入冰河呀！狄景辉和韩冰一看，2对眼睛差点没瞪出来，一起大叫起来。狄景辉刚想拉绳索把这李元芳拖上来，猛然间就看见李元芳从水中冒出头来，奋力朝那2个落水之人游去。狄景辉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韩冰可急坏了，在旁边急得直跳一边跳一边哭，一边扯住狄景辉的衣裳直喊快救我哥哥，快去救我哥哥！哎，狄景辉猛然把韩冰的手甩开，别瞎叫，我知道。到现在狄景辉完全明白了李元芳的意图了。李元芳怎么想的呢？既然从这个冰面上没办法救人干脆就直接的从水里救。可都冻成冰了怎么办呢？把冰破开。就像那轮船要想在这冰河上行驶，前面得先有破冰船开道，先把这个冰河给它冲开了，冲出一条水道，你这船才能出去。否则的话都是冰，你这船根本的不能够在这冰河上运动李元芳的行动就是跟那破冰船学的，我上不了冰面，干脆走水底下得了。那不冷，哎呀，这个时候救人要紧，与其一趟一趟的在那救不出来，活活把人冻死，还不如一咬牙一下子下水里，一瞬间把人救出来得了。于是李元芳就掉进冰河，朝着2个人就游过去了。这么一游，
那个落难两人中间的那个神志尚清醒的人呐，这个人头脑比较灵活，比较聪明，一看李元芳朝自己游过来了，立刻明白李元芳的想法了，赶紧的拖着这个昏迷之人的身子就朝李元芳方向游过去了。扑通扑通扑通，双方汇合在一起，然后一起使劲推动昏迷的人往岸边拼命的游过来了，很快就靠近了斜坡。李元芳从水里朝狄景辉使劲的挥了挥手，怎么不喊啊？李元芳现在呢也冻得张不开嘴了，只能使劲的挥了挥手。狄景辉心领神会呀，马上一较劲，用力扯动绳索，绳子那一头已经拴在那昏迷之人的腰间了。狄景辉这边猛力的扯动，李元芳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往上使劲的托举，就把这个昏迷之人拖上了斜坡。咱说了，这个斜坡就是个冰坡，非常光滑，从上面往下非常容易，但想站稳了不容易。这往上拉呀，它也非常容易，为什么呢？摩擦力小所以不用太费力气。狄景辉三下两下就把这个昏迷之人扯上了这个斜坡的顶端。韩斌小孩帮着他一起把这人拖到了泥地。往泥地上这么一拖，狄景辉赶紧手忙脚乱的从那个昏迷人腰间解开绳索，这么一解，当时狄景辉愣住了，怎么？原来这个昏迷之人是个老太太，看那个年岁得有60出头的年纪。一个老太太，她怎么在大年30掉到这冰窟窿里头去了这怎么回事狄景辉心说话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河里头还有俩人呢，赶紧救李元芳和另外一个人吧。赶紧的把这个绳索解下来，又来到斜坡之上，往斜坡之下的李元芳挥挥手。李元芳刚刚松了口气，一看狄景辉朝自己挥手，又看这个绳索也甩下来了。李元芳伸手刚想去拉绳索，就这个时候突然见这个斜坡上吱溜的一下子，黑影一晃，滑下一个人。谁呀？韩斌呢？原来这小子一直伸着脖子拼命的朝下看，不放心李元芳但您想想，这个斜坡多光滑呀，咱说了都没摩擦力，一不留神直溜的一下子，头冲下脚冲上，从上面就朝着水面滑过来了。李元芳一看黑影一晃就知道不好等看准了韩斌了，李元芳可着了急了。从一大早折腾到现在，李元芳几乎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眼见着韩斌要落入冰水当中了，李元芳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从水中是一跃而起，一伸手，一只手抓住狄景辉甩过来的绳索，另一只手砰，刚好挡住滑下来的韩冰，然后朝上大吼了一声：“快拉！”狄景辉也被韩冰往下这么一滑给惊呆了。突然间听到李元芳喊了一声：“快拉！”把这狄景辉的魂给喊过来了。狄景辉赶紧的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后猛地拉呀。这个人这个潜能非常巨大，有科学家说这个人的潜能比人的正常的能量要大几千万倍，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是人在危难之中着急之中往往能够做出来自己都不可思议的事儿。狄景辉今天就是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使的力，竟然把李元芳和韩冰一起拉上斜坡了。等到快到坡顶的时候，李元芳翻身跃上泥地，怀里仍然死死地抱着韩冰。咕噜的一声，两个人呢就倒在泥地上。哎呦，狄景辉赶紧过来，哎，伤了没有？动了没有？对，他赶紧过来查看。李元芳一看狄景辉过来了，赶紧一棍身从地上爬起来，一瞪眼，凶神恶煞般的冲着这狄景辉吼了一嗓子：“你给我滚开！”狄景辉被他这一吼啊，吼得愣那儿了。他这么一愣，李元芳猛地把狄景辉往后一推，哎呀，狄景辉好悬没摔倒在地呀。到这个时候，狄景辉仍然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李元芳了，凭什么跟自己吼啊？李元芳现在呀也不管他，再次往冰水方向甩出绳索，下边还有个人呢，把这个绳索甩给他。水中那个人紧紧地抓住绳子的底端，李元芳用力把这个人给拉上了坡顶。你可别说呀，这个人呐，这个身手还挺灵活，很不费事的爬到了坡顶，来到泥地上一咕噜身，啪，立刻是腾身而起。等这个人一站起来，李元芳、狄景辉一看，嚯，这个人呢，高人一头，炸人一背，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就见这个人身高过丈，膀炸三庭，长得是虎背熊腰，黑灿灿的一张面皮，卷匀的眉毛，狮子鼻子，大眼睛，方海阔口，嘴唇上边没留胡须，可嘴唇下边留了一捧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打弯的胡须，而且是一捧白胡须。不对呀，看这个年岁也就是30岁刚出头，怎么会长？仔细一看呢，都是霜冻和冰凌啊，都结成嘎嘎了。浑身上下飞冰积水，滴滴答答，这些水还往下淌呢，一边淌一边都变成了冰凌了。但你别看浑身这么湿这么冷，这个人呐毫不在意。哎呦，看来这个人呐体力惊人呐，刚才还在水中挣扎求生，都不知道在里面挣扎多长时间了。感情这李元芳来之前呢，这个人都已经挣扎半天了，这又挣扎了半天，这又出来又爬上来，到现在非常精神，冲着李元芳和狄景辉一抱拳，声音是非常高亢：“多谢二位救命之恩。”怎么这味儿啊？舌头仍然不利索呢，一句话说的含糊不清啊。李元芳这个时候也顾不得给他客套，蹲在那里看看那个昏迷的老妇人，一看呢面色煞白呀，探了探鼻息，气若游丝，捏住手腕打打脉。哎呦，这手腕啊冻得跟冰棍似的，根本摸不出脉搏了。李元芳可着急了，朝站在旁边呆若木鸡的狄景辉又是一声吼啊：“呆在这干什么？你快过来看看！”哎，这一下子呀，狄景辉真不干了，过来俯下身子的同时，以牙还牙，猛地一推李元芳：“你干什么？干什么？不会好好说话呀？吼什么吼啊？去，一边待着去！”这狄景辉呀也厉害了，过来探手伸到老妇人的脖颈后边摸了摸，然后又冲着李元芳一瞪眼：“帮我把他翻过来！”李元芳啊挺老实，一起把这个老妇人的身体给翻过来。狄景辉把这个老妇人给捧到自己怀中，猛地叩打这个老妇人的背部，啪啪啪，这么一拍，
这老太太呢，一张嘴，吐出几口水来，喝的水不少啊。但虽说这几口水吐出来了，仍然是昏迷不醒，气息奄奄。哎呀，狄景辉一看，看来这个人呐不行了。李元芳一听这，眉头一皱啊，就见那个壮汉过来拽了拽李元芳，快，再帮我一个忙，我去取烧酒来。说着，这个壮汉把绳索再次交到李元芳手中，又指了指在远处那匹仍然在冰面上翻滚嘶鸣的骏马。李元芳抬头一看呢，就见那匹马周围散落着不少行李物品，知道壮汉的意思了。李元芳把头一点，好，你要小心，我拉着。就见这个壮汉把这个绳索系到自己腰中，深深地吸了口气，往下哧溜，一下子就荡下斜坡。李元芳这边用尽全力拖住绳索，但是现在李元芳有点透支了，双臂在不停的颤抖，胸口就觉得憋闷的喘不上气来。李元芳知道自己的力气快要消耗尽了，看来拉不住这个壮汉呢。没办法，李元芳一偏脑袋，又冲狄景辉大叫一声：混蛋，快过来帮忙！啊！狄景辉一听这话，当时脸色铁青啊，刚想发作，就憋回去了，跑过来一把攥住绳索，一边用力拉，一边咬牙切齿冲着李元芳就叫：你他妈才混蛋呢！现在呀，我不跟你计较，咱俩我告诉你，咱没完，是用点力。俩人呢还在那没完没了呢。但这个时候，冰面上的壮汉已经连滚带爬的冲到了马的近旁了，从散落在冰面上的行李当中拎过了2个羊皮囊，又勾住一个大包袱，转身就往回跑。李元芳和狄景辉看得真切，他一来到斜坡底端，两个人同时用力拖住绳索，就把这个壮汉再度的拉上了坡顶。壮汉一上来，赶紧提着一个羊皮囊，就来到老妇人近旁，拔出塞子，自己咚咚咚猛地灌了一口。这里边呢，感情是烈性的酒啊！灌了一口酒，浑身血脉舒张，紧接着抬起老妇人的头，就给老妇人往嘴里灌。这么一灌，这个老太太当时被灌得猛烈的咳嗽了几声，虽说是没有完全清醒，但是一看呢，胸口剧烈起伏，呼吸恢复了，这个人呢活了。这壮汉呢长舒了一口气，一扬脖，咚咚咚又给自己灌了好几口，然后朝李元芳、狄景辉把另外一个羊皮囊扔过去了，嘴里含含糊糊的喊：烧酒，热！他一指李元芳，你快喝！李元芳到现在呀，这才意识到自己全身都冰透了，还有一看这衣服二边都结起了一层薄冰了，彻骨的寒冷深入5脏6腑，这心脏好像都被冻住了，跳不动了。李元芳赶紧接住羊皮囊，猛地喝了好几口，是烈性烧酒。说在那年代有烧酒吗？有啊，只不过可能在记载上没有发现记载，但是不能说记载上没有，当时就没有。历史上很多的发明都没出现在记载上，但是都被后世的考证考古一一的发掘出来了。咱这个也是，您活吧，您活个100-200年，准能发现在大唐朝那个时候也有烧酒，反正是人家这个壮汉喝的就是烧酒。这个烧酒啊，
使这李元芳总算的恢复了一点知觉了。他拽过韩冰，不由分说的也往小孩嘴里灌了那么一口。韩冰还是个孩子，从来没喝过酒，这么一喝，当时呛得这孩子呀差点没呛出眼泪来。壮汉这个时候将手中的皮囊又递给狄景辉，让狄景辉也喝了几口，然后自己3下5除2把这衣服就脱了。脱下衣服一看，这壮汉不愧为壮汉呢，哎呦，浑身肌肉块状分明啊，嘎里嘎啦，非常的健美。这个壮汉很快就在这狂风暴雪中把自己的衣服给扒光了。人家呢也不讲什么礼仪了，扒光衣服之后，就从刚才拉上来的大包裹中取出了一件整块的羊皮大袍子，就裹在身上，然后又从包裹里面取出另外一件羊皮大袍子，就往李元芳手里塞，示意李元芳也像自己那样把衣服脱光了，把这个袍子穿上。可是李元芳啊没穿这个袍子，而是拿过袍子转身裹住那个冻僵的老太太了。狄景辉一看呢，哎呀，你光这样没用，得赶紧把他衣服换下来，再想方法给他暖身子，否则这个老太太呀坚持不了多久，就是活过来这手脚也要冻成残疾。李元芳一看，这是个老太太，我怎么给她脱衣服啊？哎呀，救人如救火呀，你这个时候还管那么多干嘛？赶快给她脱。李元芳说，你给她脱呀，这俩人呢都不好意思了。哎呀，壮汉在旁边一听啊，壮汉着急了，这样吧，二位，我知道一个处下，离这里不远，咱们现在就把这老妇人送过去，天已经黑了，大家先安顿下来再说吧。话音刚落，他一哈腰，从地上就把那个老妇人给掀起来了，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就像扛4两棉花似的，根本的好像没重量，迈步就朝前走。李元芳和狄景辉互看一眼，也并不迟疑，一个背起韩冰，另外一个捡起行李，紧跟壮汉就往前走。刚迈了几步，就听见风中传来凄厉的嘶吼。这壮汉一听这个声音，不由得脚步一停，回首瞭望，他看他那匹马呀。李元芳这个时候也回头看了看，刚才就是这匹马的叫声把我们引过来的。壮汉呢紧咬牙关，声音非常低沉的，把头往前一扭，救人要紧，暂且顾不了他了，但愿他能熬过今天晚上，明天我一定来救他。说到这里，大汉一跺脚，迈大步飞快的往前走去。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彻底的黑下来了，狂风暴雪扑面而来，几个人呢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这雪地上往前走，根本看不见道，也不知道什么方向，就跟着大汉的方向走啊。哎呀，顶风冒雪不容易呀，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哎呦，大家惊喜的发现，眼前居然冒出了一个大大的宅院。但奇怪的是，这个宅院的周围荒无人烟，就这么一个颇具规模的宅院，高高的院墙在这风雪中耸立，乌黑的大门紧闭，院中没有半点亮光，阴森可怖，这么一望去，好像是一座鬼宅。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李元芳、狄景辉背着韩冰，跟着那个壮汉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韩冰在这李元芳肩膀头上睁眼这么一看呢，哎呀，小孩惊喜的叫了一声，怎么就看到眼前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大大的宅院。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宅院的四周啊，就像这一路行来那四周一样荒无人烟。这座宅院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四周根本没有别的人家，就有这个颇具规模的宅院，高高的院墙在这风雪当中耸立，乌黑的大门紧闭，而且里边没有半点光亮啊。这么远远的望去，实在是够阴森可怖的，好像就是一座鬼宅呀。李元芳看这个宅院，这内心就升起了一种不祥之感。但是呢，此时此刻，这几位狼狈不堪已尽绝境的人，有这么一座鬼宅那也不错了，赶快避避风雪吧，因为他们实在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下去了。只要是有个地方能够歇歇脚避避风雪那就行，赶紧加快脚步向这座宅院走去。尤其是那条壮汉呢，好像对此地非常熟悉，噔噔噔噔噔，肩膀上扛着那老太太，一路小跑就跑到这座宅院近前，跑上台阶，伸手猛力的是扣打门环，啪啪啪啪啪，一边打嘴里一边连声大喊：阿君姑娘，阿君姑娘，开门，是我梅迎春，快开门，啪啪啪啪，阿君姑娘，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就听见这座门呐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开了一个门缝，从这道门缝里露出一丝光来，这丝光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咣当，这大门呐随即敞开，紧跟着是一个柔润的女子的声音钻进了在场各位人的耳窝呀。哎呦，这个声音呐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甜美。梅先生，怎么会是你呀？你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就听这位梅先生也说了，哎呀，说来话长啊，阿君姑娘，快让我们进去，要赶紧救人呢，再晚了恐怕要出人命的。啊！这位姑娘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梅先生呢也没管这阿君姑娘，率先跨进门内，朝后边一招手，快进来。李元芳、狄景辉随后跟入。这位叫阿君姑娘的赶紧闪到一旁，手里擎着一盏风灯，摇摇曳曳的微光在狂风中若隐若现。所以李元芳他们虽说是进了门了，但是没有看准这阿君姑娘的面貌，阿君姑娘也没有看清楚各自的面容啊，只是给大家照着地。幸亏这位梅先生对此地非常熟悉，一进门就直接朝着亮着灯的堂屋直冲过去了，一边冲嘴里一边叫着：阿君姑娘，这个老妇人是我们从冰河里救出来的，眼见着不行了，你赶紧过来帮忙，得赶快让她暖和过来，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多有不便，你得过来。哎，就这样说着话，这几个人呢就奔进堂屋。到了堂屋里，这几位突然间由昏黑的夜里进入明亮的堂屋，
一时间呢，大家眼前都是一阵的眼花缭乱，都还有一点不适应。再加上屋子中央点着一个大火盆，这些人在野外行走都已经冻木了，这一下子也适应不了这屋中突然升高的温度，又是一阵头晕目眩。李元芳这个时候再也支撑不住了，身体晃了晃，咚的一声就把这韩冰放下来了。再说那姓梅的壮汉抢步上前，把老夫人的身体平放到火盆近旁。阿军姑娘这个时候关上大门，也紧跟着进了堂屋了。来到堂屋，把手中的气死风灯先吹灭，放在一旁，然后赶紧的瞧了瞧地上那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又看了看满头满脸都是白霜冰凌的梅先生，再瞧了瞧这旁边还有俩呢，都是满头满脸白霜的陌生男子，还有一个不停的在晃荡的小男孩。这阿军姑娘啊，一时之间愣住了。可能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大过年的怎么会从天而降这么几个狼狈不堪的陌生人呢？这些人怎么会到我家来呀？这是阿军姑娘万万没想到的。其实她更想不到，就这两个从天而降狼狈不堪的陌生男子，竟然会与当朝最高层次的权力和地位有着最密切的关联。此时此刻还让那位大周宰相在皇宫的守岁宴上牵肠挂肚，思绪万千呢，这他更联系不到了。正当阿军姑娘在这发愣的时候，躺在地上的那个老太太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呻吟，就这一声一下子唰，把所有在场人的注意力都给吸引过去了。这屋子里非常暖和，老妇人又被这个姓梅的壮汉放到火盆近旁了，所以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身上冻结的冰霜和着她全身上下的冰水都化开了，流得遍地都是。眼看着老妇人就躺在了一个小水坡之中，这姓梅的壮汉有点为难的看着阿军姑娘。阿军你看这老太太这不能老躺在这里，你看。她的话音未落，阿军姑娘已经快步走到老太太近前了，蹲下身子瞧了瞧，又伸出手摸了摸那老妇人身上穿的湿衣服，回头对着姓梅的壮汉说了：梅先生，你快把这大娘抬到我屋里去，我先替她把这衣服换了。好。梅先生高兴坏了，赶紧的又把这老妇人抱起来，随着阿军就出了堂屋了。他们这么一走，狄景辉、李元芳还有小孩韩斌就被扔在堂屋里头了。这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无所适从。你看主人不在，刚刚到人家家，这也不好随意走动了，连坐都不敢坐呀。三个人只好在这里一起站着，默默无言。狄景辉和韩斌还好，李元芳比他们差点，因为李元芳在冰河里泡了一回身上本来就已湿透了，又加上一路上的冰雪，到这堂屋被这热气一熏，到现在也是从头到脚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水呀。狄景辉皱着眉头，上眼下眼这么一打量他，
狄景辉呀，先哼了一句，然后恶声恶气的冲着李元芳嘟囔了一句：“我说，你快把这身衣服换了吧！啊，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把人家姑娘的屋子都搞成澡堂子了。”李元芳听见这狄景辉的话，李元芳并不吱声啊，而是从行李包裹里取出干净的衣服，走到一边把上衣脱去，准备呢把这干净衣服换上。刚把这上衣一脱，还没来得及换上呢，砰的一声，这房门被推开了。那梅先生大步流星的踏入房内，往里这么一进，这梅先生的眼光啊，正好看到李元芳那脊背了。呀，这梅先生啊，不由自主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旁边的狄景辉也是第一次看见李元芳赤裸的上身，这么一看，狄景辉顿时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呀。为什么呢？这两个人呢，都是第一次看到李元芳的脊背。就见李元芳脊背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伤痕呢，都是疤痕，有新伤有旧疮啊，看颜色不同。狄景辉第一次看到，一看到李元芳这个脊背，狄景辉这颗心呢，又是咯噔了一下子，想起自己2个月前还是那么的看不起李元芳，认为李元芳之所以能够得到父亲的欢心，那是因为李元芳这个人呐，善于阿谀奉承，肯定是因为这一点。但是今天一看，狄景辉呀，自己就想给自己2个耳光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狄景辉和那个梅先生2个人呐，当时就愣住了，但是对他们的表情，李元芳并没看见。李元芳听到梅先生进来了，都是男的，李元芳没有回避，换好了衣服，这么一转身，就这一瞬间，就那位梅先生啊，还是颇有涵养的，本来脸上露着惊讶之色，但是李元芳这么一转身，这位梅先生啊，立刻唰把自己惊讶的表情给遮掩起来了，态度一下子又回归自然了。就见这位梅先生微笑着朝着李元芳和狄景辉一抱拳，哎呀，哈哈哈哈，真是惭愧惭愧呀！梅某今天承蒙2位的救命之恩，这一路慌乱，到现在竟然还没有问得2位恩公的姓名。小可我姓梅，双名迎春，不知道2位恩公尊姓大名啊？这梅迎春的话音刚落呀，李元芳赶忙抱拳还礼。在下李元芳，区区之劳，何足挂齿，梅兄不必太多的客气。李元芳说到这里，上下一打量这位梅迎春，接着又问了一句，看阁下的相貌，好像并非中原人士啊。李元芳一问这个话，狄景辉在旁边一听这个话，哎呦，这才借着灯光猛然发现，刚才呀光顾的救人了，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位梅迎春的相貌特征啊。也难怪呀，这光顾的救人，天在一黑，一路上急急忙忙，没有注意看。等到在屋里灯光一亮，再看这位梅迎春，看仔细了，就见此人呢，身高过丈，膀炸3庭，虎背熊腰，
这脑袋比一般人大那么一圈，卷匀的眉毛，眼赛刚灵啊。所不同的是，这位长着一对碧绿的绿眼珠，满头卷发是棕色的，嘴唇上边没留胡须，嘴唇下边一捧棕色的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打卷的胡子。这胡子呀，你看起来这么一捧，你千万别往外揪，这么一揪啊，这胡子带弹簧性的，直溜，能被揪出1尺多长，一松手，它又缩回来了，所以叫虬髯。看年岁与二人相仿，也是30岁刚出头，生得人高马大，威风雄壮啊。尤其刚才在滨河遇险救人时，很有一些江湖豪侠的风范呢。但是现在一看，这位的言谈举止却又彬彬有礼，儒雅生动，显得呀十分有教养。这梅迎春一听李元芳指出自己并非汉人，梅迎春呐，用手一捧着虬髯，洒脱的一笑，哈哈哈哈，哎呀，李兄啊，好眼力呀，好眼力，不错，在下并非中土人士，按你们的话来说，我呀，地地道道的一位胡人呐，啊，哈哈哈！哎，他又瞥了一眼狄景辉，这位仁兄是啊，狄景辉也一抱拳，在下狄景辉。哦，原来是狄兄，失敬失敬。这俩人呢，还正儿八经的见了礼了。狄景辉笑了，哎呀，怪不得呀，我一直觉得你说话有些含糊不清的。本来我还以为是舌头给冻僵了啊，这么一说，原来你本就不是汉人呢。哎，是啊是啊，狄兄说的很对呀，梅某本来就不是汉人，这口汉话呀，那是后来学的。虽说呀，梅某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啊，始终没有学出原汁原味来。让李兄狄兄见笑了，见笑了。狄景辉一听也爽朗的笑了，哪里，你这口汉话已经足够好了啊！除了你调门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胡腔以外，其实啊，你说的官话比那些普通的汉人百姓都要说得好啊，而且还颇有一些文绉绉的儒生味道啊！哎呀，狄兄过奖了，狄兄过奖了。狄景辉说到这里呀，又乐了，看了看这梅迎春，我说梅兄啊，您这一口汉话呀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道梅兄您这一套繁文缛节是从哪里学来的啊？你看看，见了我们胸长胸短，恩公长恩公短，又作揖又抱拳，这一套礼仪有的时候啊，我们汉人都未必能遵从啊。您是怎么学的？弟兄见笑了，弟兄见笑了。哎呀，在下虽然出生蛮夷，但是呢，一直是最仰慕中原人士的礼仪规矩的。你们的先贤孔子不是说过吗？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啊！哎呀，狄景辉一听这句话，梅兄啊，你了不得呀！看来您还真是精通汉学，令人心生敬佩呀。李元芳在旁边一听这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答着，李元芳微微一皱眉呀。梅先生，刚才那位大娘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时候梅迎春的脸上的笑容
慢慢的消失了，眉头微蹙，眼中闪过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嘉许之色。弟兄，你放心吧，阿君姑娘已经给这位大娘换下湿衣服了，安顿在了她自己的床上，正在那暖和着呢。这位大娘冻得不轻啊，现在仍然是神志昏迷，估计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缓过来。毕竟年岁那么大了，又在这河里泡了那么久，一时半会儿我看缓不过来呀。李元芳听到这话，看了看旁边的狄景辉，李元芳这个脸板着。狄景辉，你要不要去给他看看？狄景辉呀，从鼻孔中哼了一下。我一个阶下囚，凭什么去给他看呢？我现在呀，自己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呢。李元芳一听，李元芳没好气地说：你胡说什么呢？不就是让你去给别人看个病吗？狄景辉看看李元芳一瞪眼，我胡说？我一点不胡说呀！你看看你那脸板的，像我欠你多少钱似的。你不会好好说话呀？我哪里不好好说话了？你这还算好好说话呢？你看你那脸沉的阴的，就你这样还叫好好说话呀？狄景辉还想说两句，旁边的梅迎春一看赶紧打圆场二位兄台，你们先别着急听梅某说一句。梅某刚才看了，那位大娘已无大碍，又有阿君姑娘在旁边照料着，所以大家不必担心暂且不看也可以。我看大家都别站着了，今天累得够呛，既然见面就是有缘，干脆坐下，咱们好好的叙谈一番。